用米线含盐水的气味诱发民众对台湾文化的敬意。这是台湾 VTuber 迪卡屯组织头一条原创台语歌卡者，但是伊讲过去其实伊无爱讲台语，是因为时大拢的唱语讲甲袂认同。后来出国出到外省，看到日本人、韩国人对家己的文化认同真有意识，可以开始思考安尼咱台湾的。所以在做 VTuber 时，就有清楚的路线，要做台湾文化甲台语的推广者，连家己的名拢甲号做充满台湾以上的迪卡。台湾人嘛是就趣味的啦，定定爱去向咱台湾人家己。咱台湾有足侪物件，应该是爱用学乐的方式去讲，安尼咱才会进步。伫公司主办的金威奖，迪卡的台语歌毋但摕到最佳原创歌曲奖，日本人嘛得到年度最佳女性 VTuber 奖的肯定。评审表示，伫济济 VTuber 当中，充满台湾元素的经营模式，甚至突破口啊！获奖65岁以上的人嘛，正做市中的卖奖是真无简单的代志。除了台湾特色以外，它其实非常多的有它的个人的风格，它其实拉拢一批非常多没有看 VTuber 的群众。长期在做文化研究的学者指出 ，VTuber 重视的是陪伴甲情感，就那像台湾上用一首加油歌，以提供全国对台湾民族的想象甲情感。学者认为，像迪卡安尼透过 VTuber 的经营，伫生活中用陪伴的方式，说台湾文化甲台语是真重要的。我觉得这种感受，其实就算是不熟悉台语的人，他在这一次的这些歌曲跟这一次表达中，也能够感受到满满的情感，找到一群他在台语跟传统、跟这种原乡、跟这种就是怀旧气味里面的元素，它会有呼应、有感应的一群人。迪卡表示，家己的台语是在近2年来透过台语新闻、台语歌慢慢学回来的，愈学愈感受到台语文化的深度，嘛毋忘家己透过实践甲推广，通陪伴愈侪人建立台湾的文化自信。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过来做就出头天，恁讲是毋是？这公共电视对2023年主办金威奖，这是全亚洲头一个为 VTuber 打造的颁奖典礼。今年伫咧12月7主办煞，现场也有真侪这国内外 VTuber 参与。台湾的 VTuber 迪卡吞足机呢，摕到这最佳女性 VTuber 奖，也有最佳原创歌曲奖。评审是肯定这。迪卡伫咧这以日本文化为主流的课内面，自身结合台湾文化甲台语的推广，明确找到家己的定位。迪卡是认为讲，这台语是台湾文化内面的宝物，也毋望透过这 VTuber 的经营，通陪伴着愈侪人建立着台湾的文化自信。用米线含盐水的气味诱发民众对台湾文化的敬意。这是台湾 VTuber 迪卡屯组织头一条原创台语歌卡者，但是伊讲过去其实伊无爱讲台语，是因为时大拢的唱语讲甲袂认同。后来出国出到外省，看到日本人、韩国人对家己的文化认同真有意识，可以开始思考安尼咱台湾的。所以在做 VTuber 时，就有清楚的路线，要做台湾文化甲台语的推广者，连家己的名拢甲号做充满台湾以上的迪卡。台湾人嘛是就趣味的啦，定定爱去向咱台湾人家己。咱台湾有足侪物件，应该是爱用学乐的方式去讲，安尼咱才会进步。伫公司主办的金威奖，迪卡的台语歌毋但摕到最佳原创歌曲奖，日本人嘛得到年度最佳女性 VTuber 奖的肯定。评审表示，伫济济 VTuber 当中，充满台湾。Hello， 大家。下午安安，下午安安。对，我稍微用新闻的片段时间洗脑一下大家哦。对，因为我刚刚反正在1个小时之前又突然好多事情要忙，一下子又忙不过来。有没有发现我今天待机室设的特别的晚？因为我又在社畜啦，我又在帕鲁啦，我又在沃克了。安安，大家安。OK， 对，我今天忙死了，但是我还是要唱歌。还是要唱歌啊，大家。然后前1个小时就是除了在沃克之外，然后又总之要订个东西啦，就是快点要在虾皮买个东西。然后基本上我在虾皮也是会有习惯货比三家，或者就是跟那个卖家聊聊，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可能一些优惠什么之类的嘛，就是聊聊之后总是有聊比较划算嘛。然后
就我问了2-3家就是反正问了2-3家之后，然后因为我又一边忙着沃克，一边在回 DC 的一些工作私讯之类的。然后当我就是开台以前，我就决定说，哦好，我要买这一家了。然后就是弄着，然后就是都丢进购物车之后了。然后我就截图跟卖家就是说，我确定要买这些东西了。那请问就是数量什么的，再跟您做一个最后的确认哦，什么之类的。结果呢，卖家大概就是已读之后，我想说，怎么没有回我？可能我想说他可能在忙其他事务，或者在回其他的买家。然后结果我就继续忙我的工作嘛。然后等到我这边忙完之后，看到他回我了，我就想说，看他回我什么？就他回我一句话说，不好意思，那个您问错家了哦。他说您问错店家了，我就确认了一下，我就不好意思，天啊，好丢脸！我说天啊，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我就觉得很抱歉。就我买了一连串的东西，然后要结账了，想说跟卖家确认一下，结果我问错家了，然后我还截图给人家看，然后根本就不是那一家的东西，我还截图给人家看，好丢脸，好丢脸！然后朱迪卡你好丢脸呀！不愧是你，朱迪卡，好丢脸是，对，不愧是我，对OK， 我那个对话记录我可以存证，对，真是不愧是我，是不是？我的精明干练全没了，才想跟大家一起刷精明干练的时间，好丢脸，你知道吗？我问错家，你知道超丢脸。等一下，大风老师，我也不敢，而且我在那个购物车就基本上那一家也是有在卖同样的东西哦。然后我也给他截过去说，不好意思，我确定要下标了，真的谢谢你，然后跟您确认一下。结果他就默默回我说，你问错家了。好丢脸，你知道吗？超丢脸！我真的很想当场从那个窗户跳下去，然后真的超丢脸。真的问错家很丢脸，你知道吗？好，对，欢迎见证我就是非常把我的精明干练丢弃的现场。好，老师们。武金老师、大波老师，我不敢啊！这种事情我根本不敢做啊！然后我刚就做了，我的天哪！不是明天会不会在别家呢？跟别人吃饭也会是，我跟你讲，有可能发生哦。可是只要大波老师在现场，我绝对不会认错人，因为大波老师才是太好认了。所以拜托大波老师，你一定要先到现场，对，要不然我高几率会走去隔壁桌，就是跟他们大家尬聊，说你好，我是谁，然后之后发现说，隔壁桌才是我们的人，隔壁桌才自己人，这种事情会发生哦，有可能哦。明天跟别桌吃饭，然后吃完才知道说吃错桌，我日常烹啦，我就太忙了呗。最好是我跟你讲，大宝老师就是人如其图，好不好？大宝老师的图就跟他人一样，一模一样好认。我跟你讲，这不是只有我自己觉得，好不好？就连那个谁啊，好，我不要爆他料吧。对，好，明天再爆料。就连那个谁都私底下跟我讲说，怎么会有人就是那个长得这么像头贴啊？好，大宝老师，我明天再跟你讲说是谁。他说对啊，那怎么会有人长这么像头贴啊？真是，我那时候看到那句话快笑疯了，你知道吗？就是大宝老师就人如头贴，完全不会认错人，好不好？像回放，每关都还可以去看。好，你们都给你们回放好不好？而且我应该刚关掉了。我是不是？对不起，我没有循环。等一下，我们再一次，我的 BGM 没循环。我以为我12月会比较清闲的，结果根本没有啊！我就是我妈，然后大宝老师就不是大宝老师，你自己有跟我讲过之后，然后就是我们的那个该怎么说？某一位 B 鹏鹏也在就是跟我讲说，怎么会有人这个长得跟头贴一模一样呢？真是简直太像头贴！我说对吧？根本不会认错人啊！
对不起，对，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初配信。对，基本上我12月基本上应该有高几率会维持每天初配信的状况。他妈真是太忙了，忙死了，你知道吗？然后店家还给人家问错，超丢脸。然后这样算 OK， 反正12月大概就是维持，就是一边沃客，然后一边回很多很多的一些可能工作啊，或者是说好啦，反正就是可能八家的都一起去完成，不然我可能基本上可能会完全很多东西都没进度齁。反正崩就崩啦，无所谓啦 ，OK 啦。初配信能回放吗？不好意思，本频道初配信很像，我上次还锁起来是不是？但你们可以去看那个3倍还2倍回顾齁之类的。人生3大错觉，说好的清闲呢？大宝说我们这样子下去，可能那个大概高几率，大概高几率等到那个我们可能某一天我们有梦最美，等到我们就是安详的永眠的时候，才有办法好好休息吧。我觉得以下的排程来讲的话，我们安详永眠的那一年的那一天出现之前，大概是没有办法好好休息。你跟你讲这句是草草哦，还以为12月，我真的以为，因为我想说金币奖都结束了，应该我可以好好休息了吧？对，我以为好不好？我以为。然后武谦老师说只有我不忙吗？武谦老师基本上没事的，就是不管忙不忙都欢迎，就是挂台在这边好好的陪伴朱蒂卡。对，不管是彭、精明干练、社畜的都无所谓，好不好？全部的我都是我。敢不敢把初配信打开？我跟你讲，就这句话，不敢好吗？我不敢，我打死都不要打开。你是一定到那个10年后吗？好啦，如果说真的是稳扎稳打的继续经营这条路的话，其实我觉得 VTuber 其实表演的形式如果不受限的话，真的还可以走还蛮久的。如果不受限的话啦，これがジャイソン还是 Jason？ 好，ジャイソン就看这个，看一下，これカタカナジャイソン，叫ジャイソンにしよう。好，我们就叫他ジャイソン先生，谢谢你过来。跟巧巧什么？起码要到过年了吗？好，但是我过年真的还是得休啦，毕竟我见红就休，所以我过年之前可能还是每天都要帕鲁沃克。生前不必多睡，死后必定长眠。讲的真的是太好了，对，安详，对啊，希望就是安详永眠的那一刻是真的可以安详永眠啊！有些长者即使真的要进入安详永眠的那一刻，还是无法安详啊，是不是？希望就是你在座的各位，安详永眠的那一刻，都真正可以得到安详，心里的祥和，好不好？我们共勉之。不是预定好那个40年后还要在一起的吗？40年后40年后我几岁了？5043岁，我算得出来，谢谢大家。40年后最好我还在这里哦。阿医师挂台睡觉了，好，开关先生欢迎挂台睡觉，辛苦了，开关先生，好不好？英文就可以了吗？不必勉强，因为我英文很烂啊，所以我不知道 Jason 吗？所以应该是 Jason。我想加一怂感觉也不错啦，哈。只知道现在好想冬眠吗？我比你各位都想冬眠，而且我觉得今天很像比较冷一点欸。你们是我的错觉吗？我今天大高雄工业国是暖阳哦，但是我今天重训到一开始我打死我不脱外套，于是我的教练就直接叫我站在边边角角，然后他的战神就拿出来了，这个不讲武德的家伙气死我。好，于是就这么一甩，我马上身体都暖起来了呢。对，连同我的拳头都硬了，很想揍他。你这里好热吗？好，越南，其实我不太了解越南那边的天气。对，好，但是现在我只要看到学长，我都会想到他舒适的床、舒适的宿舍，意念是不是？好，我先一一跟大家打个招呼。我是台湾 VTuber 陈足迹，我现在瑟瑟发抖，不，我应该是冷冷发抖。对，我现在连毛衣都穿上了，怎么会这样子？我通常就是中午开台，因为会比较回暖所以毛衣就脱掉。但是我今天居然还得把毛衣穿上来，对，我现在还就是需要一点温暖哈。首先他哇伊拉塞，我先老师伊拉塞，
武谦老师昨天跟我们一起拔上瘾了，你知道？大宝老师，武谦老师拔上瘾我觉得武谦老师渐渐变成了一个大佬的形状了。他昨天打出了一句大佬名言，就是我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但是就是想拔一下哦。这一句话一出来，我们武谦老师渐渐的可能要渐渐要变成石油网了，好不好？就这句话，包你发大财，谢谢大家。我们家高阶会员每个月的发财金，好不好？3800、3200，置入本频道，每个月基本上好不好？帮你发，好不好？我们这个发财金置入是不是？帮你一路发，发到明年还在发，发到你不想再发。凯西的好小。好啦，然后李宁学长伊拉塞在越南好好照顾自己辛苦了。然后看一下雅晨伊拉塞，然后他我看到了，然后阿英师伊拉塞，阿英师昨天鞭尸你知道吗？对，然后阿英师昨天没玩到，不甘愿给他鞭尸，就10道都已经达标了，硬要再挤出什么11道还是12道，然后鞭尸这样。也谢谢你各位昨天拔起的大家，好不好？各位大佬们，好不好？祝你们平安健康发大财薄荷谢谢你今天伊拉塞，然后开关先生快睡觉了，然后老孙猴子伊拉塞，然后这位是凯森伊拉塞，然后阿恰，然后汉鼎伊拉塞，红包小姐伊拉塞，小鸡刀伊拉塞，然后醉梦伊拉塞燃烧成就伊拉塞，然后长官伊拉塞，长官，然后大布老师伊拉塞，モテモ伊拉塞，然后これが嘉义松先生伊拉塞，胡说八道伊拉塞，扛下去，发，是，刚的 key 哦。然后想冬眠的程度在你之上，非常，我每天都想冬眠啊，每天都想做一只冬眠的猪，但没办法，太多沃克了，没办法。然后我不知道在排什么的，对，没有错，形容的真好。我不知道在排什么，在排一下的，我不知道拔什么旗啊。反正看大家都在那个撒那个红色的，那撒一下这样，不然我也来撒一下好了，这样。喜欢冬天，直到今年鼻窦炎一直好不了吗？过敏族群辛苦你们了，好不好？辛苦了。阿月伊拉塞，我想到阿月，我就想到他真的是，我只能说他真的非常适合做企划或者是那个军师我大跟等等，请听我娓娓道来大熊伊拉塞，谢谢你昨天加入我们的会集，好不好？谢谢你，这是你最后的波纹了，谢谢他吧，感谢你们最后的波纹，我看你们拔旗拔得很开心嘛每个都给我最后波纹，然后不晓得为什么下次又立旗，马上又被拔，然后又说这是我最后的波纹。你们一个月有没有这么多最后的波纹？一个月至少749次最后的波纹这样。然后艾伦伊拉塞水灵宝贝，他说台词汇表单有要，我最讨厌直觉敏锐的小孩了。我最讨厌直觉敏锐的小孩了。好啦，放多放好不好？答应大家的，放多放。然后国泰伊拉塞，7伊拉塞，是快圣诞节了。我们圣诞节那天会有我们这次双金双喜双料冠军的酒砸，好不好？我们有酒也有砸，但是呢不请了，好不好？以往请了基本上就是立旗，拔到你们不要的，对，也没有不要啦，反正一下就每次都一下就被拔起来了，可恶。但今年我们非常多可以庆祝的一些活动，然后再加上大家辛苦啦，所以就酒砸直接送给大家了不用拔旗不用拔旗要拔的是昨天的那个什么，好啦，台词汇啦。什么东西3分钟还不到就给我拔掉，那个150块要拔不拔的，1500块给我拔的这么勤劳，真的很奇怪，真的很奇怪。然后青椒伊拉塞，然后看一下这位是hello RAUL， 这不知道会不会是 Hola Hola 是Hola 是西班牙吗？ Hola 好可爱哇，应该是国外的朋友吗？好吧，今天不当小孩了吗？然后还有没钱拔起，没事就刚好昨天就是在测试左上的那个目标，然后我想说那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就想说玩一下就好，大家就玩开了 OK 太棒了，然后就可以拉塞猪儿子有声音猪儿子感谢你的拔起感谢你昨天不要通报那昨天绝对是猪儿子去通报，要不然就是布鲁斯尼科那个通报，不然阿吹怎么可能有空过来？而且阿吹还第一发太快了，然后系统还来不及去做记录，有人说阿吹我们很遗憾，你真是太快了。
然后阿吹想说，哦，可能太快了吗？想说尾到一下，哎，也没尾到。开30元会不会拔1个礼拜？我跟他们讲，我今天开15元，刚刚拔到年底，没有人要拔，你知道吗？说实在是这个程度太低了，没有人想拔。然后我们降低那个大佬层级，然后15块开在那边，没有人要拔。无心拔起这样子，德政辣岛喜欢红色，都喜欢捡红包啦，是不是？牛吗？好啦，牛吗？他们喜欢红色，包括红包，我也这么觉得，牛吗？等一下啊，群族我老。好，事实证明呢，那个阅读顺序不影响那个你对文字的理解能力。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我常常就是阅读，逆になっちゃう。それがどういうこと？就是前后看反，但是我还是懂那个意思。对，我是一个阅读障碍的人，对，应该是150块太贵，但我玩不起啊！胡说八道，我最喜欢你来胡说八道了，没有错。本大佬的币值基本上150块或者是600块，对他们而言实在是负担太大。对，他们吃不起王品，他们只能吃乳丝葵，他们负担不起600块，只能负担得起3800。他们的币值果然跟我们不一样哈。哦，外国的朋友说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哈。我稍微复制贴上一下，外国的朋友说了什么呢？让我记得哈。这个是西班牙文是不是？我会继续看直播啊。Procederé a ver el stream。那我要回馈他一下，谢谢您过来等一下，谢谢您过来跟大家一起看直播。好，谢谢您过来跟大家一起看直播。不是，我不知道你，不好意思，不是，误会一场。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三枪的那个谁啊，那个牛妈最后玩的那个哪一个小姐啊？等一下，再一次，我按错了，不好意思，再一次。Gracias por venir y ver la transmisión en vivo con todos。这个打舌之快的，再一次。Gracias por venir y ver la transmisión en vivo con todos。すごいこれが早い、めちゃくちゃ早い。Gracias por venir y ver la transmisión en vivo con todos。トミキちゃんいらっしゃい。これが西班牙日文怎么讲？一弁語かしら？この言葉は一弁語というか、早いね。Gracias por venir y ver la transmisión en vivo con todos。いっぱいドラキ鹿児島キレ。好，对不起。好啦，我想到打蛇，就想到我之前学生时代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很爱玩一个打蛇梗，对，然后就是学外国腔，然后都是在讲那个日本当地的一些县市，伊巴拉基，卡古吉玛基格。哦，对不起，刚被盗账号，我回来一下，等一下。好啦，我们总之欢迎这位那个西班牙的朋友啦哈。大佬好像什么才15块哦，我们一个手续费而已嘛。对，他们懒得拔了，你知道吗？那个我15块，我跟你讲我设置可能那5分钟，然后大概那个好5次好了，我跟你讲，一定没有人要拔，100%。对啊，那个1500块，好，昨天想说让大家牛刀小试一下，然后设定个30分钟，还没3分钟就拔起来了，真的太棒了，你各位太棒了。突然会西班牙文，我也真的觉得我刚讲的真好，听到啥我也不知道。对，碎花小姐啊 ，OK， 我们外国的朋友有回应我们了哈。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他回应我们什么哈？会在这里吗？他说。私はここにいる。我的家啦，我在这里。好，谢谢你在这里，好不好？谢谢。小浣熊伊拉夏弹舌超帅，可是我不会弹舌。之前 W 老师还有那个弹舌的教学影片给我，但是我至今还是没有办法会意，没有办法融入我的舌头，好不好？午安，谢谢你们今天过来哈。刘妈会西班牙文吗？库里嘎，应该说我们之前玩三枪的时候，三枪不是可以设定那个什么？我今天三枪没放出来，是不是？等我一下。就三枪可以设定那个很多语系嘛，
然后之前他们就是很喜欢玩一个什么碎花小姐，很像就是西班牙语系，然后念中文就很尬吧，就很好笑吧，该怎么说？三枪你怎么啊？出来呢，老爷出来呢！三枪，你们等我一下哦。而且我今天早上明明吃得很饱的，但是因为早上开台之前又突然性的超级忙碌，我这样整个热量又没了，肚子好饿，你知道吗？然后一直以来晒。他挖我什么？刚才那个居然抖内失败，我是无辜的啊 ！W 没有关系，淘娃娃什么？你这一则抖内成功了，没有问题呀、淘娃娃什么？我觉得三枪很有趣的是，我不知道绿界那边啊，因为绿界就是这阵子比较少用。三枪它就是会把那个我们赞助者的名称跟下面赞助留言，它完全不会顿点对，它可能就是会直接这样直白的念过去，没顿点，反而感觉真的挺好笑的。要去摘花的时候设15块，大家就会去拔了吗？哦，对哦，水费是不是？等一下我们摘花的时候来玩一下也可以啦。然后摘花的时候玩一下，看大家有没有办法。可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啦，因为这个时间你要玩一些拔旗，真的要天时地利人和。对，因为通常猪猪的观众群，真的在这个时候很忙碌，所以大家还是挂台居多。那要Tawawa se shijibi fansu fe shidilde。好哦，谢谢桃花赞助。桃花，请问这个是哪一个语系？我突然沟通不能怎么？我突然沟通不能是怎么回事？而且我刚刚讲到哪里了？这个赞助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赞助这个要天时地利人和像昨天大家很像已经那个饥渴难耐了1年，那个朱蒂卡没拔起，一瞬间拔起来了。我真后悔昨天就是没有好好的，就是再更加的虐待你们一下。对，但没关系，我们时到其实差不多。对，但是说到这个拔起，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对，这个基本上那个朱蒂卡的客群那个非常非常的熟熟到连65岁以上的族群，那个阿伯都有那阿伯被大家要怎么赞助可能还要问一下那个习俗真的没拿赞助那个阿伯还不知道怎么赞助，可能要问一下那个孙子儿孙辈的这样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如果真的要拔起什么之类的啦，其实通常像就往年的经理是都会跟大家约一个时间。我是龟蛙，我是水蛙。你看出现了。我觉得这一则是刘妈，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刘妈就是特别宠爱碎花小姐。我是水花，什么东西像前几阵北京来大妹子，不是啦，咱高雄来我是高雄高雄在地不知道咱高雄我个高雄腔我高雄那边输赢起来不不要，我不要跟牛妈输赢，我一定输，因为牛妈台语之类的，然后他牛妈台语之好的，对的，我不要，打死我都不要。你讲的好像你舍得虐一下这样子。这位昵称不知道怎么说，但是你，他这个你就是有点高雄腔，那你就把巴都咬你呐。没有了，外天话给阿北刷个指纹也是你各位大佬，我至今还不晓得指纹要怎么刷，各位大佬，你们为什么有办法刷指纹怎么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拔旗活动其实最方便观众的果然还是 YT 啦，对，果然是 YT。那但是在于绿界跟三枪是可以让直播主就可能抽比较多，的确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反正我这边其实有时候拔旗活动都还蛮就是希望大家还是选择自己喜欢的平台去做一个抖内，对，因为毕竟大家基本上都是我们台湾经济的中间所谓的中就是中间的中，好，不管坚是坚定的坚啦，就是说你们是我们台湾经济栋梁对，但是大部分基本上1秒钟几十万上下，实在是不好意思指定时间让你们抖内啦所以有时候我想说拔旗活动，其实以往的经验都是跟大家约时间 ，OK， 这个时间约起来一下不得了了，对，这个旗就是必须拔起来，对，就是他们不拔不行，好，我们大佬都已经腾出时间了非常的嗜血，我们大佬之嗜血的好不好？对，我们大佬之嗜血，欢迎大家去补档
高雄北京路，不是牛妈妈，不然这个碎花是谁？亲，您学的可真像，您这个亲学的也可真像啊，小天。好啦，15个月的主点权严重小额赞助可以吗？当然可以啊。本频道基本上跟大家如果有玩赞助或者是玩一些拔旗活动的话，来，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共体时间，不是，大鹅小鹅都是好鹅。你们想把那个鹅改成什么？天鹅的鹅，鹅肉的鹅也是可以啦。但基本上希望大家就是用自己比较宽裕的方式去玩。例如说，你可能今天的生活费只能腾出15块来玩，没关系，这个就是小鹅，但是或许对学生族群而是大鹅了，好不好？那对大佬而言呢，他们一下丢个那么10万5万嘛，对他们而言是小鹅，这我没办法。对，大佬币值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不想丢600块，只想丢3200，好不好？对，这个也是对大佬而言，它的币值就是这样，所以大鹅小鹅都是好鹅我们在拔旗活动基本上不会限制说你非得要赞助什么什么什么，如果真的有彩虹的话，也欢迎大家接力让大家一起完成这个旗，不亦乐乎血流成河呢每次都是我输。是不是没有赢过？谢谢各位大佬帮忙拔起了拔起旗子。好啦，说到这个旗子，我先把连结丢上来，那我们就差不多开始歌回，不然我今天又不是歌回了，又要封面炸旗了，好不好？我看看我们的台词回的表单，来，我们台词回的表单。这个柚子真的是在使坏的时候真是效率之好的好，我们台词回呢，预计是在跨年，跨年会举行，也是猪猪创立频道，然后初配信以来首次的台词回，那天是礼拜几啊？跨年那天是礼拜2是我可以过客的日子，太好了，难怪我排这一天。昨天自己排了，今天还忘记。对，而且因为其实我比较少会开这种台词回的东西，基本上也没开过啦，这次是真的是第一次。对，因为一直以来可能都是可能就很羞耻吧。好啦，但是年底太多值得庆祝的事情了 ，OK， 就我们跨年跟大家好好的庆祝一下，玩一下。当然还有圣诞节啊，还有台词会，以及我们明年度的尾牙，不要忘了猪猪今年也是有准备一些抽奖，我们抽奖抽起来，尾牙办起来，你各位我们今年这么多活动，是不是怎么可以少了尾牙？首次台词会，猪猪。等我一下大鹅小鹅都是好鹅。终止共体时间，老板发大财。没错没错，你各位都是重要的老板，好不好？我重要的客户们。好，株式会社即将在12月31号我们跨年当天的播，很抱歉不是晚上朱迪卡高几率是睡死的来，12月31号，我们当天的中下午会有首次的台词会，庆祝起来好，这个我就置顶上去了有尾牙吗？没参加过好，就是尾牙的部分，因为去年实在是太疯了，今年度比照去年的疯狂程度，没有意外的话，我可能这2天也会制作一下表单，然后询问一下，就是今年度的各位总裁们、各位高阶会员是否也觉得说我们的尬词版本也可以挪出一份参加抽奖，好不好？我们今年度一样就是迎合我们老板们、各位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的意见，然后来决定说我们是不是也是要把我们尬词版本的挪出来，成为我们的首奖之类的。不像是可以看回放，综艺效果十足。对，你们是客户，你们是有重要的客户，尊爵不凡的客户，好不好？今天尾牙应该没你的事吗？这我不好说啊，骚死哦！你要看大家多爱你啊！而且你知道啊，昨天我就是在那个小精灵群啊 ，FFK 小精灵群，我们在讨论就是可能之后的那个抽奖商品的分配，因为有一些去年的我就不打算抽了，我想说就拿一些今年的商品出来抽抽，对，因为毕竟去年大家就是旧了，可能也有了。那我们今年可能以一些比较新的，或者是演唱会、猪猪娃娃什么之类的拿来抽抽，或者是我这边会再制作特别的
然后独一无二的独家商品让大家抽抽，让大家比较有一些就是想参加的欲望之类的。来，我们不讲武德的武德出现了，来不讲武德，不讲武德的武德先生出现了。然后啊，讨论到之后，我就是心里就是想说，可能这个可以拿起来抽，这个可以拿起来抽。然后呢，Guts 版本的基本上也算是在我的预定的这个奖项之内。然后呢，这时候阿月就提出了一个奖，猪猪啊，你要不要把那个就是其中一个奖项可能是首奖设为就是你去日本买的一些商品，然后拿来抽抽啊？这个实在是太会了，这实在太会了。为什么？对不对？因为他们对就是要强迫我出国，对，就是要强迫我出国。一旦这个奖项射下去了，我就我就一定要飞出去了，是这样子强迫我出国的吗？这个海月真的很会，难怪他在我们大台湾23个县市都有妹可以约。我只能说，他看似温文儒雅，他看似呆萌，居然这么的海，这么的懂得怎么撩妹。对，好 ，OK， 虽然说已经5003岁了，我真的觉得不愧是海月。我当下真的，这个海的程度已经，对我真的应该不知道该怎么讲了，太会了，你知道吗？对，就是要强迫这只猪出国，然后还带一个首奖回来，就是一定要出国才有办法把这个首奖交给这个中奖者，太会了，好不好？对，所以我一直在纠结说，我们的首奖到底是要猪猪飞出去带回来的礼物，还是说是Guts版本？这个我就比较没概念了。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有一个首奖的价值？你们觉得呢？可是你牛妈，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可以代购嘛，对不对？假装我出国了，但其实我是找代购啊，是不是？飞出去，不是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吗？所以各位尊爵不凡的面线们啊，我应该是要把首奖设成Guts版本的回馈，还是说是朱蒂卡亲自飞出去挑选，然后再带回来的礼物呢？你们觉得我应该哪者较好嘞？请你出国，是拿出国很贵呢，你们也知道出国就贵了呢，是不是？然后出国那贵到不行呢，是不是？那个钱很难赚呢。虽然说你各位大佬那个每个月能有3200、3800储资本频道，对啊，但是我还是为你们心疼嘛，是不是？我就这个选项。然后你有张良计。不愧是牛妈，真是大文能过墙梯，好，这个像是我小学时代听到的，然后之后就完全不晓得怎么去使用它。然后请向尾牙，向尾牙请，这样尾牙好可怕。我哪知道去年这么有综艺效果，烧熊，对不对？我不知道主委们会不会加码，因为主委要不要加码，这个不是小女子可以控制的哦。主委要不然压起来又要加码，你看这个玲玲学长又出现了，你看他那个脸一副就是又想加码，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哦，我是说我会办尾牙，因为今年很多值得庆祝，然后要谢谢大家，所以我有准备一些奖项，甚至有一些就是可能之前没卖过的一些小周边，然后也算是让大家抽抽，然后增加大家参加的欲望这样。要效果的话肯定是迫害的，如果大部分面线想要应该是带回来的东西，所以果然是猪猪带回来的东西是首奖嘛，那我就带一些奇怪的东西回来哦。我跟你讲，我很爱摩爱哦，日本很多摩爱商品哦，我带那个脸回来，我跟你讲。我要带一些奇怪的东西回来给你们哦。开出国进度条嘛。老吴喵，谢谢你。我觉得还好啦，我觉得其实也不是不能出国啦，对，但是我一直都会去换算说，我那笔钱我都可以请那个大 boss 帮我把那个 demo 做出来了，我都可以请什么什么老师帮我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曲子那个什么做出来了，什么什么的，对啊，单波我等一下是这样子啊，好牛妈，我果然不够低谁低星野这样加嘛，你看阿义师又出现了，你们这几个主委整个。我跟你讲，这真的不是我可以控制的，这整个跃跃欲试，这几个主委现在已经杀红眼了。主委们，你各位都可能有主委魂会在本频道被炸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即将要迎来1年1度的尾牙。好，我们尾牙去年真的是非常，真杀到一个真的是已经血流成海，不是河是海，好不好？对，每个那个主委魂被炸到整个就开杀，你知道吗？大字版的破坏什么？只是你们会笑得很开心，可是是吧？骚熊，你看看你的人缘真好，我好欣慰。骚熊，尾牙破坏什么食物？尾牙破坏当然就是Guts版本的猪猪回馈啊，对
鸭子版本的猪猪料理回馈的进度条不是募资条，而且今年的那个巧克力啊，高几率朱蒂卡已经想到要干嘛了啦，吼，就可能是我们小巧的巧克力球外面就是可能真的巧克力球，当它还没凝固的时候，外面就是包上一层香菜啊，如此的，对，是不是？然后它撒上那个辣椒干啊。是不是远看就是的确是一朵花，近看又是我的妈是不是？诸如此类的那个破坏料理还怕没有吗？是不是？不要算了，给我出去玩。好啦，各位总裁们，会啦，只要你们有提醒我就会记得订票啦，好不好？念看看，最后说念看诸位好可怕，你好意思讲？你说是喊猪猪救我有用吗？不是骚熊，这个基本上这个小女子实在是没有办法。你也知道那个他们的组委会一旦开起来了，那个就连我只能照办，你知道吗？小女子只能照办啊，骚熊像我们可能是那个你像是我唯一的友军啊，我们想一下。我没办法，他们的组委会实在是太狠了，好不好？你们组委会你们可以去补档一下去年的那个，真的是很可怕。仰望大佬，我跟你讲。薄荷也有组委魂，薄荷它也有组委魂。你看昨天那个棋怎么回事？大猫老师，拉塞，对，带尤姐出去玩无价。你看大波老师是不是？大波老师，我这样一旦出去了，我们可能又少了一条那个原创曲了，怎么办？大波老师，我这样心里已经在盘算说，那个钱用在这里不错呢，又可以多请一个乐师来拉，是不是？这没办呢。我就满脑子都是下一首原创曲，我实在是太好，我就是一个沃克人，好不好？主委、裁判、证人都是文人，飞雪怎么这个我知道是星爷梗，这个我认得出来。好啦，骚小炸厨余 2.0 没问题。我跟你讲，这些东西要衍生，一定有的衍生，对，一定有的衍生，对，就怕你们扛不住，好不好？小女子您肌肉不要怕吗？但是我手无缚鸡之力啊，这位热身先生，感觉那时候是看到大家那种开心笑。我跟你们讲，反正小女子今年度就是有尾牙，看看去年的你们多么笑得多么像个孩子，是像如同孩子般的灿笑，血流成海的状况。我们的尾牙基本上我是预计举办在过年前的那个礼拜啦，也就是说应该是21号、22号呢，其中一天，对。总之呢，对，大概真的是说我们好好的尾牙。好好的血流成海之后，就真的要迎新年了，好不好？对，所以你各位稍微可以思考一下，对，你们今年想迫害谁？当然，抽中的那几个月，我会特别的用力迫害，顺便来可以好好的再更加宣传的我们频道的本土原创料理，是不是？什么炸厨余？我们要超越炸厨余，我们要超越卡甲的原创。本频道今年有非常非常多的目标，我们要超越炸厨余，还要超越卡甲。我怕我扛不住啊，大布老师，超越卡甲就交给你了，这个我实在没办法。超越卡甲实在没办法，但是我超越炸厨余交给我好不好？我这边没有科技，我只有狠活啊，是不是？爱酷啊，伊大赛，欢迎你过来，爱酷啊！我们现在讨论科技跟狠活，但是朱蒂卡不是科技人。对，我只有狠活在啊，好不好？你看飞雪我自己点菜了，上次你一路闪到后面没有加码你就活过去了，今年你拼命闪，我跟你讲，只要没有你，我跟你讲，主委一定不会放过你，好不好？骚秀，你实在是人缘太好，对，那你最近太欧了，是不是长官？我跟你讲，因为长官其实基本上也可以很尬词的，也可以很总裁，他是因为他们家的夫人，好不好？他钱都留给夫人，但是为了骚秀，他一定肯，好不好？一定肯加码，信不信？所以水灵可能为什么要迫害我们家的宝贝水灵？是不是我们家的宝贝水灵一定是保底抽中的其中一个啊？讲出来了，我实在太老实了，做人太正直。这保底抽中其中一个嘛，还要跟你们说嘛？好啦，反正我很期待今年我们一年一度的尾牙要来稍微的欢天喜地，血流成海21号看是有加码的机会吗？因为我是想说1月份虽然是说1月份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一些什么合作案要快点把它谈一谈，所以而且尾牙之前我有一些想准备给大家的独家的周边想让大家抽所以安排在可能22号或者21号比较理想。
那个时候周边应该也成型了，对，这样子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周边。然后，所以大概就真的是最后一个礼拜哦，年前的最后一个礼拜，好不好？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如果也方便加码的话，让我看到血流成海，我们下一首原创曲搞不好就可以炸出来了。谢谢大家，我就可以无憾的出国了，知道吗？我就可以无憾的出国了。欢迎大家，不管是拔起哦，或者是血流成海的加码，好不好？下一首原创曲靠大家了。什么21号吗？开始有加码的机会。友情大哥伊拉塞，别忘了可以用你的名字去丢10次啊！对，去年不知道谁丢的，去年像是我们领学长是不是？我的小孩人缘都好。对，牛妈，我好欣慰，我最喜欢看到这个场景了，面线相辅相成，感情之好的。对，只要在一ざの時に。一ざの時に今だよ，就是在非常非常需要对团结的时刻，你各位团结到不行，团结到血流成海，我非常欣慰哈。有啥跟江伊拉塞，然后我们要是你先弄，你先弄，对，因为我今天可能有一些活动会讲一讲，对，好，大家好，大家好，对，尤姐来了，你们好，恁大家好，大家好哈，嘿，大家好啊，伊要无用，我嘛要来无用，呵，妈妈跟去无用，拜拜，好，对，妈妈她原本要给我吃蛋啦，但是因为我今天要唱歌，没有办法吃那个，对，要不然可能会打嗝。要不没有水灵宝贝，你是那个保底抽中的那个，对，我跟你讲，就是对我我们大家就习惯看破不说破嘛，我们水灵宝贝就是那个保底某一个那个会被抽中的那一个。我觉得为人太正直，我就直接跟他们讲，水灵宝贝会抽中其中一个，就这样子，好不好？不准破坏它。我就打个商量，破坏你们，破坏猫猫呀！下一首囤积，不是牛吗？我们下一首即使是囤积，也要告诉你们吗？不是啦，有没有可能嘛？二姐跟妈妈都丢你，我跟你讲，有可能。对，我们今年实在是一起完成太多的活动了，我们这个活动，我们这个尾牙一定要好好的跟大家封一下。对，就为了就是好好感谢大家在今年度对频道的照顾，所以猪猪要去独家制作一个也算是金币双冠，然后双喜夺冠，然后总之巴拉巴的这个一个抽奖的一个回馈。对，相信他们不会浪费钱。你确定？你那个叫做浪费钱？我跟你讲，主委会生气哦，他丢更多哦，我跟你讲。对，然后对，没错，谢谢大家。看了才知道啊！谢谢这位朋友，是看了才知道过来的吗？欢迎！我们方才在讨论我们的炸国脆，对，它叫做炸国脆，不是炸厨余，好不好？什么鸭头，什么没手，什么中餐金葱崩，瞎毁！我现在就是要凑回去才知道，你听到了没有？我今天就那个什么鸭头没手，中餐金葱崩，我就真的给我唱，我就真的在唱下去，我还要精华。回馈我们的宅知道，谢谢宅知道的访谈，好不好？我们要做人要有礼数的，是不是？礼尚往来。今天这个精华，好宝贝，如果我这个什么鸭头没熟，中餐金葱崩真的唱出来了，请帮我精华，我要回馈一下宅知道，谢谢大家。谢谢，好想你，我们等一下，骚手，你这样太骚了，你这样太骚了，这样子人妻妈妈会受不了，好不好？我妈会吓到当然大师伊拉塞，然后有看到减肥2了3个月嘛？刚刚是没有错，你看牛妈都为你心疼了。FFK 喷快乐吃土没有关系，钱没有不见，只是变成了喜欢的东西，是吧？德罗，你眼睛干不干？伊拉塞，欢迎大家口水嘴。谁给你国粹嘴？我们这个是炸国粹，什么炸嘴？我跟你讲，今年度我会超越炸嘴，我们的本土文化宣传，我们的本土文创料理一定就会超越炸嘴，好不好？至于那个超越卡甲，可能就交给 Double 老师了，这我没办法。但是超越炸嘴一定就是交给我，没有问题，绝对超越炸嘴，好不好？好了，我唱出来你弄嘛。好，谢谢水云宝贝，谢谢水云宝贝。然后，库玛伊拉塞。珍珠布丁猪脚，我跟你们说，这一次居然有办法跨3大奖项入围，那我奠定了我之后的那个 Gas 版本，我一定要好好的玩死你们。我之前实在是太温润儒雅了，对，我之前还担心你们吃坏肚子，但是就这一次我们有机会入围3大奖项，我真的觉得没有错，我的方向没有错。
我的迫害基本上相辅相成的，让我们入围了3大奖项，倍感欣慰啊，朱迪卡。没有错，我们今年度一定又会研发更多的炸厨艺，不是，对，一定会研发更多的炸国粹，期待我的国粹吧，你各位，对，我们超越炸国粹，我们超越炸厨余，今年度超过炸厨余炸国语吗？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名称要怎么玩，对，炸国语是活鱼3字，我怎么想的是另外一个国语？但是那个太政治了，我们就不要谈了，好不好？炸国语，对啊，更多的炸不是雅晨，你不要笔记到奇怪的地方去。好啦，谢谢大家啦！我觉得今年就是，怎么讲？其实我每次在炸厨余，不是，我回不去了。我每次在处理这些嘛，制作这些高阶回馈的时候，其实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是没办法开台嘛，所以我1个月有其中1个礼拜都要包货跟处理这些国粹，好，处理这些国粹不是厨余好吗？回不去了，完蛋了！我当下心情其实都很焦虑，对，因为我知道我没开台演算法它就会跑掉，我没开台观众可能会觉得寂寞，对，但是也还好，就是我们留下来的这些影片获得很棒的宣传效益，然后也让我们本土的推广更加的加分。对，真的也很谢谢水莲宝贝，每一次的剪辑都是快很准。对，就是其实都会觉得啦，即使可能在我没办法开台的时候，原来自己也默默的在做着对频道加分的事情了。就这次因为入围3大奖项，也让我比较放心了，因为方向是对的。即使可能我没有办法开台再弄炸国粹，对，也是在为频道推广，也是在为频道推进，就是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猪猪的频道，这样子想就会比较放心了。对对对，嗨，炸厨余，炸国粹，我们这个是炸国粹，然后没有鸭头没有没手，气死我了！我今天要原句奉还才知道。空虚寂寞觉得人啊，好伊拉塞。好啦，我知道我没开台，你们空虚寂寞觉得人，但是呢，我们都是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对，例如你们的空虚寂寞觉得人不会白费，现在都已经扬名国际炸厨余了，谢谢大家，自暴自弃。你看你们空虚寂寞觉得人那几天，对不对？我们弄出来的这个炸国粹，好像大家都知道它是炸厨余了，可恶！可以让更多人认识炸厨余。我真的太感谢才知道了，所以我今天要原句奉还，鸭头没熟，中餐金葱崩。好，我可以唱看看。这是在炸国鱼，咸丰兄弟，你也在炸国鱼是吗？猪没有鸭头有鸡腿吗？这我不好说好吗？但是我们可能鸭头去唱这首歌可能是会比较顺啊，好不好？这位是猫皇伊拉塞，你空虚你寂寞你好忍吗？那旁边的老公抱一下就好啦，我们这边什么都有，好，各种老公任挑任选，好不好？好了，不要聊天啦，我这一聊1个小时，我再聊下去就真的封面炸青然后不嫌弃的话，我们置顶连结有 Judica 配信以来第一次的台词会，对，欢迎大家踊跃投稿台语的部分。好，我们里面有3种语言可以设定。好，我们非常的 international， 但只有什么没有？对，没有英文，对，因为这是猪英文爆干烂。对，你们设定那个英文给我，高几率没有办法念，不是高几率，是200%没办法念，好不好？好，所以我们设定3种语言，台中日。好，但欢迎大家踊跃投稿台语的部分，好不好？让大家玩一下，好，我们玩一下 ，OK， 没有问题。再聊下去变杂谈。好啦，我真的唱歌啦，我都唱。来，我们该唱的时候还是得唱。好 ，OK， 3个语言混合吗？好，不然可以注解一下，因为那个很像是选择题吧。然后选择题的部分如果没有办法全都选的话，蚊子你怎么来了？今天天气这么冷，你来干嘛？好，没事，唱歌。OK， 好啦，真的唱歌了。三民主义有，谢谢老师，我知道老师已经投了，而且老师投的很正常，我真的是太感谢老师了，投了非常之正常，谢谢大家。看来我5000老师还没有被
还没有被同化，还没有被同流合污。哦，一妈的误解你，在这个之前，老师 GJ 啊，还好你还没有被同流合污。好啦，我们来暖暖身哦，暖暖身。暖暖身当然就是要把我们的妹啊，我的推啊，我的推的歌啊，拿出来暖暖身一下。啊，不需要。那个5000老师，你那些时间你可以拿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好，至于那个精髓的部分不需要哈，我们不需要严格探讨哦，本频道的精髓不需要哦，你只要知道就是朱蒂卡精明干练这样就好了，好不好？需要好好教一下老师，不需要。我觉得老师昨天已经稍微摸到那个大佬的玩法了，我有点紧张。居然就是我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但是我看一下想投这样，哇，完蛋了，快要变成大佬的形状了。一首歌的时间，要知道，不是你们不要去打扰5000老师。对，我们5000老师很纤细的，他很容易受惊的，不要这样子。我们不要去打扰5000老师，好不好？你们过去打扰就要算命哦，算命就要付钱哦，知道吗？算命就要付钱，知道吗？好，喝口水。我们从偷故事的人开始吧。我又不小心聊太久了啦 ，I'm so sorry, I'm so sorry. 看来是仅存的友军了吗？老师，你确定你是我的友军吗？我怎么觉得其实你已经变成了一个面线的形状很久了，老师。我没有拿麦克风，等我一下。欢迎5000老师反过来打扰你们。不用算命烂命一条，可以不要这么消极吗？我们生而为人，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希望跟奇迹存在的啊，是不是？好啦 ，OK， 欢迎聊天室的各位老公的老公们继续讲干话。朱蒂卡要来唱歌啦。聊太多了啦，这个喉咙聊天过度了。好，快点回来唱歌。等我一下哈。好，静静的。当你走的那天，我不再说故事了，不再编织起承转合，也不用为结局苦恼了。当你走的那天，你不再说故事了，不再安排我的对白，也叫我别再着迷了。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故事，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口沫横飞，生动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本可那样幸福的。选谷歌伊拉塞，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歌会。然后今天是第一首歌，谢谢。不要问我前面在干嘛，不要问，很恐怖，很恐怖哦。而你走的那天，所有观众随你走了，听着既然无心听着，说这当然也不易了，应该要一一道歉。我不该偷故事的，是你让我的精彩空了，想念让人变狂了，于是拼凑了别人伤心的故事，于是粘贴了别人快乐的故事，而我总练习着
的骄傲地说着，同时不再情绪化的为偷窃行为负责，因为爱是贫穷的。为我的无理道歉，我道歉，我道歉。为我的虚荣道歉，我道歉，我道歉。像每个语言说的，贪婪是有代价的，而我拥有超过我能承载的，你连结局都不留了，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故事，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口沫横飞，生动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本可那样幸福的。我道歉，我不该偷故事的。好，我热了。哎呀，熱くなってきた。果然唱歌真的是要用吃奶的力气。你们会吗？我不管唱什么歌哦，都没有办法轻松的诠释。哎呀，等一下，我把毛衣脱掉。果然唱歌是最好的暖身啊！我干嘛去甩战神啊？我今天跟教练讲说，今天好冷哦，今天好冷哦。然后他说很冷是吗？来，我们去甩战神。我后悔了。唱歌就好了嘛，唱歌就是最好的暖身。我不管什么歌，我就是会绷紧全身但是那个绷紧全身并不是说让那个声音没办法出来啦，应该说我全身都会，例如要收的话就要用力收，因为我就是一个太不会收的人所以反而是唱一些比较内敛的歌，我就是要用全身的力气去收，要不然我会不小心放太出去。对光是喜欢你就好，谢谢我们下一首，我们谢谢他娃娃，我们他娃今天正常发挥。我们他娃觉得那个我聊太多了啦，他受不了了，他不得不晕眩一下，催促我这样。对，不好刹车，大娃老师。而且那个这一次嘛，金咪的部分啦，那个猪猪很开心也有机会入围那个就是黑叫什么奖，黑什么黑我耳仔会有星迄个奖是什么奖？我若是听到这个歌，我耳仔会有星的迄个奖是什么奖啊？演唱实力奖啦，对，因为演唱实力奖就是可能我们有指定曲跟那个自选曲嘛，那自选曲一定就是自己的舒适圈，然后指定曲基本上就对猪猪而言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我就是开了很多次歌会，跟你们一起调整之外，然后那个时候大波老师跟毛毛老师也很多就是很棒的建言，就跟猪猪讲说，很像要收一下，就是他们都在提醒我同样的事情。可是他们其实你不要看毛毛老师跟大宝老师很爱讲干话哦，他们只是私底下在提醒我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很温柔的。对，就是看似神棍的大宝老师，他其实心思超细腻，而且我真的觉得他心里面真的住了一个小女孩，她真的很少女，对，她就是一个披着大叔外皮的小少女，真的好不好？真是个人才，对，真的真正的人才，然后心里面还住了一个少女，很懂少女心，懂吗？这个不是渣你就是一个披着外梳大皮的小少女，好吗？对对对，演唱实力奖，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演唱实力奖就是不断的在歌会里面跟大家一起调整，然后大家那个时候跟猪猪一起选出了一首我们可以拿出来参赛的歌曲，就是指定曲的部分。对，然后基本上就是观众们跟老师们的意见都一样，就是说猪猪果然还是选也可以拿来挑战会比较好，然后所以说决定了这首歌之后，我们再来将精雕细琢。
所以基本上就是都在雕前面我要收的地方，好难收哦，好难收哦。可是我就是这一次的金笔奖，就是一整个下来，整个活动系列下来，就是很忙碌，但是很踏实，对，真的很踏实。志摩，你好久不见了，志摩，大家都很担心你去搭飞机了，是不是？你今天是搭哪一号飞机回来的？华航吗？还是长荣？还是虎航？大家很担心你又去搭飞机了，想说志摩呢？之前大家都找寻志摩，又帅又少女，太赞了！对对对，非常犯规，大宝老师。哦，婆，我用我全部喜欢你啊，没有关系，雅晨。对，我知道我该进入下一首歌了，对，免得你们又继续晕眩了，好不好？对。没有错，没有错，妹藏，就是我们很担心志摩又去搭飞机了，担心他会想不开这样子，好不好？哦，你刚才搭长龙是不是啊？长龙最近有优惠吗？好啦，我不能再聊天了，我们欢迎志摩，我伊萨斯布利，来，我们来听歌唱歌了。接下来我要唱，我想一下，来，都已经讲到了指定曲了，我们再重温一下指定曲吧。那只蚊子一直在我这边飞来飞去，很讨厌。好，我们再重温一下指定曲，但是我要换到另外一个歌回的卡拉 OK 备份区哈。就不论是你口那个帮猪猪备份在那边的，谢谢。等一下，不，我没有要再唱特故事的人。不帮志摩接机一下，你们去帮志摩接机 ，OK， 交给你们好不好？可是我刚跟大家聊太开了，也可以在那个喉咙状况太嗨的状况下会唱不好，会太放，然后有些气的声音出不来。好，然后我们这次也恭喜我们的半点歌神把这个奖拿下了，他真的很会唱，今天就搞请我下次来勒索一下半点唱也可以看看，好想听他唱也可以。好来，严艺格的也可以。不管怎么唱都是魔王歌啊，对我而言。怎么会只剩下自己，还不想认输，用尽力气，用笑撑住，说好这次不许哭。怎么会连难以呼吸，还不说痛苦，武装自己，从不失误，却比任何人无助。而当时间不为谁而破例，让爱延续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别再步步紧逼，不留余地，爱只会窒息。就算多难舍的过去，最后还是会过去。怀念的拥抱和那体温，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锁上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哦，怎么会一再的想念，还不说在乎，浑身解数，想要逃出，却什么也留不住。当时间不为谁而破例，让爱延续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别再步步紧逼，
不留余地，爱只会窒息。就算多难舍的过去，最后还是会过去。怀念的拥抱和那体温，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所想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当时间不与你同行的领悟，贴心的让你返回上一幕，还有那热烈的曾经伴随着你前行。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所想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欢迎伊拉塞。好难唱，好难唱哦！不愧是魔王歌，每次唱都是难唱，难唱再难唱。我记得我上次的歌回嘛，然后我像满声回率足比比哀唱到那一天，唱到很像我们上次的歌回，我才跟大家讲说，哦，可以了，可以了，这个满声回率足比比哀，我唱到满意了。2年快3年才满意耶！那我这首严艺格的歌，我到底要唱多少次才会满意啊？不过我觉得歌就是多唱，你越是害怕它哦，越唱不好。我之前满声回率足比比哀也都很害怕它，对。但是我觉得这次透过卡甲啦，就是有被尹春娜老师雕一些比较细部的一些可能注音啊、合口音啊的这些东西，雕完之后，满声回率足比比哀突然知道哪一些地方怎么唱了，马上打通任督二脉，难上加难。超难的啦，指定曲真不愧是指定曲，真的不好唱。好，大姐伊拉塞，大姐今晚应该是你休困的时间。好，欢迎我们夜班的朋友哦。今天真的是随性的歌回，对，我刚刚又聊过头了，不好意思，我刚又聊了1个小时，很多话想跟大家讲耶，很多话是不是？唱歌就没办法讲话咯。然后讲到我这口老痰一直卡在那边，我很抱歉。好啦，来 Q 到满声回率足比比哀来唱一个哦。来科拉奇的歌真的就好听的这首歌真的就好诶，那么歌嘛就歹唱的吼，很难唱，很好听。你若是未听过，无听过，我今麦唱给你听。吼，满声回率足比比哀赞呢。下晡一个人踮厝内，西北雨阿冬透我的衫，外口的人又要转来，戆戆咧等，戆戆也一支雨伞，为你规哪摆困袂去，全世界找袂着你的形影，凡世会当甲你放撒，其实路命我哪会拢无要无紧啊。又在胡说八道。踮这几暝看灯火相射，我踮这等待抛无去的人，听厝内的声声声伫咧吼，我说来说去思念火烧房间袂开的，花无要转来的人美丽的你。也受着伊当时掠过你的记忆，路边的话，我家落雨纷飞，时代在变，我孤单我一个人，问天
捌，手内啥物拢无，只剩我要予你的爱。有花有目的人，煞会路不明。压你的旗帜啊，藏伫我的心内，行你的白底啊，行你要行的路，风吹来花落土点，只装香气香，南无观世音菩萨那尊公。你算着一出悲剧，你敢会看？我山路来头前，绝歹行的路，梦中的我。看你头脑啊惊，看你的梦，有一天咱做伙转去迄个所在，我点起的爱，甲你点起的心，你知黑暗时代是有缘无分，写袂了的批，甲讲袂煞的话，因开。过往的情，看人去流哭，雨微微的落，天微微的光，看你微微的笑，后世人再会，后世人再会。好，满天回绿，足不悲哀。歌拉奇的歌曲。好，等我一下吼，小声。好，喝口水。日本高中生都能快迟到，一边赶路一边吃火锅。以前小时候都会看他们一边咬吐司，然后一边赶路，就觉得说，还真的有还真的有。胡说八道那个啊，让你想到什么？一边会吹的，又来胡说八道。你是唱歌就跟告白一样，越害怕就越做不好吗？不会啊，雅晨，我看你就是每次都信誓旦旦的，信誓旦旦的告白，不是吗？笑哥伊拉塞，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我们今天午后轻松唱歌。我相信下辈子，我不只可以和你再相会，也可以。好，谢谢他娃正常运作中，催促我赶快唱歌，不要再聊天了。我知道。赶的是学校的 JK 港聊的好，好，我们大宝师果然知道，好不好？对，但是大宝师你有看过就是赶着去学校的那个就是 cos 我们的 JK 吃着火锅吗？超厉害告白猪猪我爱你，不是伊木拉妈妈，你那个是被盗账号了哦。你们很常被盗账号你们是小心哦。你们很奇怪时不时被盗账号。来，我今天来唱一点之前那个在活动里面就是有练的一两首歌曲，其中是这一首。等我一下哦，我把那伴奏翻出来。你等我一下。不是这个，我们是等一下，对不起，太多群主。应该是这个。微微的真心。我们趁那个魏伟本人，我们趁那魏伟本人在这边的时候来唱一下我们 Billy 的原唱曲这样都 Q 到魏伟本人了，是不是？我们 Billy 原唱曲，等一下哦。那时候很开心可以练到这首，这首歌真的很好听。怎么敢的？
老师本人在这里哦。等一下，我们爸爸在这边要唱一下啊，是，然后我要找一下他的伴奏。哦，对，老师本人在这边说，不是我好不容易练了一首这么粉红泡泡的歌啊，要不然我以往我的歌单是这么的老派，对不对？对，我们要谢谢伟伟出了这一首这么棒的原创曲，有机会就是稍微把我的歌单稍微的粉红泡泡一下，对不对？好，然后应该是在这里。可是刚跟他聊太嗨了，我不知道有没有把它唱好它。然后也谢谢 Vivi， 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算是交换原创曲唱啦，然后 Vivi 哇，把猪猪的卡甲真的是唱的诠释的非常的侠女啊，真的就是 Vivi 版本的卡甲，超级好听。奇怪，我放去哪里了？还是我再重新下载一次好了？最近太多文件，咬猪脚应该就不会撞到了，我也这么觉得。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因为下雪的四季，然后我可能要翻一下歌词。哟吼，呜呼！等我一下哦。住的气体都寒冷。等我一下，我等下会再重新唱，因为我要把那个歌词翻出来。总是感受不到你的体温，很正常。明微下雪的四季，这次的你是渺小，是孤独的雨滴在争吵。你的声音，我的声音，该如何去拥抱？微微的真心。好啦 ，OK， 好，歌词来了。没关系，没听过了，想要介绍给大家，这首歌真的很棒，所以我们 Vivi 民选为的原创曲真的很好听，然后很开心这次透过我们入围者的那个联动企划齁，然后我们彼此交换彼此的原创曲，然后很开心可以学到这首歌我那时候被分配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超开心。对，我想说这个我要怎么把它唱得不老派，所以研究了一番，这样就没办法，还是很老派，没办法，还是被我唱得很老派，但是我很开心可以学会它啦。好，来吧。变得不再炎热，独处的气体都寒冷，变得不再炙热，总是感受不到你的体温，我总是很真诚，你总对我认真，变冷的时刻只想被你拥抱着，天空开始颜色变幻莫测，地壳开始剧烈的摇晃着，你在哪呢？我在哪呢？要飞翔到哪呢？微微的真心送给这名为小雪的四季，微微的真心让自己去享受这间距离，微微的真心当回忆都结成冰，只想停留在这孤独 C 的奇迹。数不尽的雨季，数不尽的内心戏，变冷的时刻只想为你努力着，
这世界显得异常渺小，总是有不断的议题在争吵。你的声音，我的声音，要如何去拥抱？微微的真心，用尽全力也要传达你耳里。微微的真心，生死理解也要直击你心里。微微的真心，当你我永不分离，只想停留在你留给我的热情。微微的真心，送给这名为小雪的四季。微微的真心，让自己去享受这近距离。微微的真心，当回忆都结成冰，只想停留在这无独心的奇迹。这边附上那个 Vivi 的这首名为《下雪的四季》，在 Street Voice 这边都可以让大家聆听哦，真的是很棒的一首歌，推荐给大家。好哦，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哦。对，我的诠释方法大概是这样子啦。对，或许有更好的诠释方法这样子。对，我们那个 Double 魏伟本人老师有在吗？气到直接关视窗。而且那天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原创曲联动的时候，有没有？然后大宝老师在刷说：“哎呦，你们怎么写歌给我？”我笑到快疯掉了，超可爱的啦！对，哎呦，我觉得下半年真的是好多活动跟很多收获啦。好，这首歌就是名为《下雪的四季》，推荐给大家。你不是老派，你们是经典唱法，讲得太好了，没有错，大姐。对，我们就是经典唱法，我们一点都不老，好不好？好，即使不小心把 Vivi 的原创曲唱老了，对，我们也要说这是经典的唱法，好不好？好棒哦！这首歌学起来之后，有歌回就可以常拿出来唱。这种难得交新朋友，没办法，我的时间实在是太鬼畜了，而且就是我交到了那个什么时差好朋友，对，还是不常在中下舞台出现的。我们交换了朋友不是交换朋友，对，我们交换了原创曲，成为了时差好朋友这样子。这个叫伊拉塞，之花伊拉塞，欢迎你，我们欢迎之花伊拉塞，我们非常非常可爱的对之花。那林九桑，之花你吃饱了没有？那假爸呗。然后米也伊拉塞，怎么啦？只是猪猪呢？猪猪呢？猪猪呢？等一下，猪猪怎么不见了？等一下，猪猪呢？等一下，不是，他怎么自己跑掉了？猪猪自己不见了，等一下啦，猪猪呢？等一下，阿崔被炸出来了。不好意思，你们等我一下哦。好，我先把这个关掉好了。等我一下，猪猪呢？应该不会是被国防部，应该不是。等我一下，因为国防部不是这样子。等一下哦，他那个城市自己跳掉了，等我一下，把自己唱没了。不好意思，你们等我一下哦，我就突然这样子，只想停留在这无独心的奇迹，然后就没了。是奇迹啊，是我们 Vivi 的奇迹啊。等一下哦，我觉得很像系统自己跳掉了，你们等我一下哈。
好啦，系统自己跳掉了，然后基本上我是又回来了，不过它场景自己帮我换掉了，那就好，那就这个场景吧。好，我回来了。大家今帰りました。但是我调一下东西哦，你们等我一下。啊，是我们新月一奈啊，いらっしゃい，いらっしゃい。不好意思，你们可能会等我一下，我在调整东西哦。我把这个滤镜调一下，好。いらっしゃい，午安，欢迎你的降落，谢谢大家安安，我是台湾 VTuber 迪卡屯主机最台的那个。我们刚刚在唱 Vivi 的原唱曲，超级好听，推荐给大家。然后也谢谢英奈带领着他的好朋友、他的伙伴降落在本频道。我是迪卡屯主机，我只开中下舞台，非常的边缘。如果不嫌弃的话，欢迎停留在本频道听歌，好不好？欢迎降落，谢谢你们。然后也方才感谢之花的莅临，谢谢你们，谢谢。然后好，我现在应该有看到我了，对不对？应该有我了，对不对？应该是我了齁。好，欢迎你们的降落，然后也欢迎停留下来听歌，听一首歌吧。我不只要一首歌的时间，我还有好多首歌的时间。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有看到迪卡哦，好，我回来了。好啦，系统在跟我讲说不要再聊天了，我还是唱歌吧，你各位。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海猫が桟橋で泣いたから波の間に浮かんで消える過去もついばんで飛んでゆけ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誕生日に杏の花が咲いたからその木漏れ日でうたた寝したら虫の視界と土になれるかな茜虚構の灯台錆びたアーチ橋捨て立ち電車木造の駅のストーブの前で心今日はまるで昨日みたいだ明日を変えるなら今日変えなきゃわかってるけれど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心が空っぽになったから満たされないと泣いているのはきっと満たされたいと願うから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靴ひもがほどけたから結び直すのは苦んでんだよ人とのつながりもまだしっかり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少年が僕を見つめていたからベッドの上で土下座してるよあの日の僕にごめんなさいとパソコンの薄明かり上階の部屋の生活音
インターホンのチャイムの音、耳を塞ぐ鳥がこの少年、見えない敵と戦ってる六畳一間の時を追って、ゴールはどうせ醜いものさ。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冷たい人と言われたから、愛されたいと泣いているのは、人のぬくもりをしてしまったから。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あなたが綺麗に笑うから。死ぬことばかり考えてしまうのは、きっと生きることに真面目すぎるから。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まだあなたに出会ってなかったから。あなたのような人が生まれた世界を少し好きになったよ。あなたのような人が生きてる世界に少し期待するよ。吉卡讲说要，好可爱，要。突然想即兴一篇散文吗？因为永别的拥抱嘛。离去，生活失去了重心，心中的寒冬早已微微落下了雪，与你数不尽的四季。微小的我声嘶力竭，只为再次经历。不愧是我们志摩，马上即兴创作了起来。对，系统欺负猪猪，我刚马上被消失熟悉的，我谢谢你们了。我首先阿最对位哈 ，Kimo， 现在跟年度最好，可以来得及，可以。我今天在开台之前，对，就是砰到乱七八糟。我今天开台之前，我就是跟那个虾皮卖家在问事情，然后到最后才发现我问错价。这个我一定要截图下来，这实在太丢脸了。默默收起精明，拿出砰。好，谢谢明月，可以。我今天整个砰好砰满了 ，OK， 没有问题。借东西，谢谢借东西，谢谢。再来一篇，人生万念俱灰，挥一挥手，心中牵挂仍挥之不去。虽想改变，但路要改变，好累。我们身边之人在唤我起床了，我知道终归放不下你们。我很好奇。我们的卡甲这首歌是否可以激起我们的志摩这位文人即兴创作呢？不然我们下一首来卡甲一下，看能不能超越原唱，好不好？我没有哭，没事。对，我只是放了感情进去，好不好？这位欧凯文伊拉塞，刚刚看到家会明年会开20场好，我再跟妈妈抢看看。谢谢 Yusaken 桑，谢谢 Yusaken 桑 ，OK。我们的丫头。每一首
嘿，中餐金葱崩，是不是我有办法唱出来？是不是我有办法道貌岸然的唱出来？这个我试看看。鸭头没熟，我真的谢谢鸟屎跟六探，我真的太感谢他们了。鸭头，等一下，不行，起个头就已经笑场了。我到底要怎么认真的唱完它？鸭头没熟，咱中餐金葱崩。鸭头没熟，中餐很葱崩。不行，我要道貌岸然的回馈他们。对，这首歌就是必须要道貌岸然的回馈他们，对，让他们知道我的痛苦。丫头，不行，我真的太感谢才知道了，对，是不是？即兴创作了我的卡架，等一下哦，用台语会不会？但是头无熟，头无熟，这中餐真葱崩。不行，我们要原汁原味的回馈。要是讲了台语，那万一我们主持人一下没有办法顿悟怎么办？对不对？那我们还是以原汁原味的回馈好了。有在聊是少说的偶像吗？没关系 ，OK 的。很像很多人都这样跟我说，就说你要去上才知道。我从小看他们长大的，我这句话我都一直不敢跟他们讲，但我觉得他们都知道了。等一下哦，丫头没熟，咱中餐金糟包。好，我们前面先正常的唱过，对，然后再来丫头没熟一下，看我有没有办法，道貌岸然的唱过去，好不好？然后真的道貌岸然唱过去之后，好，水灵宝贝就交给你剪辑了，好不好？丫头没熟，让我来挑战看看，我是否有办法道貌岸然的。等一下哦，你们等我一下，我把那个卡甲的这首歌的那个至少我们要置入一下嘛，我们要挑战这个丫头没熟的这个卡甲交机。谢谢生蚝，感谢，这个是送出一个汇集，感觉是想狙击某位 V 鹏鹏，是不是？来，祝你狙击成功。我现在要把这个卡甲，卡甲，卡甲。天哪，神准呢！吉卡奖就这样子被狙击到了，谢谢深红。哇，我们恭喜吉卡奖成为我们家的面线。来，吉卡奖，谢谢你今天过来听歌，看到你很开心哦。好，我们丫头没熟，大宝师回来了。大宝师，我要丫头没熟，但是我要道貌岸然的唱完它。等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我可能我要练习一下前段，然后第二段再看有没有丫头道貌岸然不笑场的唱完，然后马上剪辑回去。丫头没熟，丫头没熟，咱中餐真葱崩。好难哦，这个实在是太难了。丫头没熟，谢谢松树会姐有可爱猪猪贴图啊，谢谢吉卡酱不嫌弃。聊天室应该有一半都看LNG 长大，真的假的？天哪！应该是说，因为猪猪本身就比较没有机会接触到网红，所以我是这次有机会去才知道，然后才快点面线帮我科普他们很多很多的事迹，才知道两位这么厉害这样子。叫鸟屎唱，我授权给他。哇靠！大波老师出声了，出手了，要授权给他。大波老师，我今天现在唱看我有没有办法把那个丫头没熟这一句道貌岸然唱过去。可是我觉得高几率会笑场。我今天要是道貌岸然唱过去，我就直接精华回去给他们。来，我们试看看。好，我们第一段先牛刀小试正常版的。我们第二段才来就是比较磅礴的丫头没熟，好不好？等一下，我这个要深呼吸，我真的是这个比被那个尹春娜老师叫声还要难，你知道吗？唱正经的反而很好，唱正经的反而就觉得像很好唱，你知道？我要道貌岸然唱干话了，你各位，天哪，道貌岸然唱干话真的是很难呢。
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一丝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掺着烟水，吸引着我的心，饮醉。香啊来吃，只有一片土地香味，真甘肃，敢有需要搁会起？夜头看见这世间的匆匆，搁真心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只在迷茫时。不管未来还会改变什么，只要还这我的气味，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等一下，对不起，我一直在憋笑，等一下好难哦，等一下完蛋了，我丫头没说，一定不会成功啊，100%。啊！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一丝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掺着烟水，吸引着我的心，赶紧醉。红啊来吃，只有一片土地香味，真甘肃，敢有需要搁再提起？夜头的手咱总曾经冲锋，搁真心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只在我迷茫时。不管未来还会改变什么，只要还这我的气味，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受不了啊！别笑，好痛苦啊！啦啦啦！等一下，对不起，我唱完它，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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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到底唱了什么？哦，好痛苦哦！不是，我们今天作词老师跟我们的制作人在这边，然后我现在在给他唱一些什么丫头没熟，我的天哪！超丢脸的啊！真的非常非常羞耻 play， 给过吗？我不管，过了，就这样就过了，可以吗？等一下，哦，大宝老师说5000老师倒了吗？没有听出来跟原本写版本哪里不一样。我尽量了，我唱完这句话我一直在憋笑，真的假的啦？没有，我现在老师，我刚刚真的唱的丫头没手，咱中餐真冲崩。好不好？咱中餐就冲崩哦，周子 play 可以，雪莲宝贝可以了，我们可以剪辑回去了。好，我们那个原剧奉还他们，好不好？至少当时顶过去了，不然憋笑话反弹更强。点先生一拉下，好，是谢谢雪莲宝贝，我们可以剪回去了，好不好？撑过来。哦，受不了了！好，散弹枪，什么台语桃啊，什么东西？大宝师说想桃啊，哦，真的吗？那个什么枪，台语是桃啊哟，要把刚刚提到的崩溃，超崩
的，你们知道吗？哦，我受不了了，我现在需要的不止一首歌的时间。好啦，大概也是一首歌的时间啦。好了，你们听一下原版的，你们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我去恢复一下我的那个，然后我去摘花装水。对，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真的一首歌，谢谢。笑脸，你们再重温一下原版的正常版的好不好？哦，你们乖，好，拜拜。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靠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自发的初心。我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掺着颜色，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红仔来吃，只有一片土地香味，真甘肃，敢有需要搁提起？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搁真情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人间有上自在美拢是。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气味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靠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掺着颜色。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红仔来吃，只有一味土地香味，真甘肃，敢有需要搁再提起？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搁真心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上是在我面拢是。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气味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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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过来做着出头天，恁讲是毋是？这公共电视对2023年主办金美奖，这是全亚洲头一个为 VTuber 打造的颁奖典礼。今年伫咧12月初7主办煞，现场也有真侪这国内外 VTuber 参与。台湾的 VTuber 迪卡吞足机呢，摕到这最佳女性 VTuber 奖，也有最佳原创歌曲奖。评审是肯定这。迪卡伫咧这以日本文化为主流的课内面，自身结合台湾文化甲台语的推广，明确找到家己的定位。迪卡是认为讲，这台语是台湾文化内面的宝物，也毋望透过这 VTuber 的经营，通陪伴着愈侪人建立着台湾的文化自信。大鼎内底，面
用面线和盐水的气味诱发民众对台湾文化的敬意。这是台湾 VTuber 迪卡屯自己头一条原创台语歌卡者，但是伊讲过去其实伊无爱讲台语，是因为时大东的唱语讲甲袂认同。后来出国出到外省，看到日本人、韩国人对家己的文化认同真有意识，可以开始思考安尼咱台湾的。可以在做 VTuber 时，就有清楚的路线，要做台湾文化甲台语的推广者，连家己的名拢甲号做充满台湾以上的迪卡。台湾人嘛是就趣味的啦，定定爱去向咱台湾人家己。咱台湾有足侪物件，应该是爱用学乐的方式去讲，安尼咱才会进步。伫公司主办的金威奖，迪卡的台语歌毋但摕到最佳原创歌曲奖，日本人嘛得到年度最佳女性 VTuber 奖的肯定。评审表示，伫济济 VTuber 当中，充满台湾元素的经营模式，甚至突破口啊！好卖奖65岁以上的人嘛，正做市中的卖奖是真无简单的代志。除了台湾特色以外，其实非常多的有他的个人的风格。他其实拉拢一批非常多没有看 VTuber 的群众。长期在做文化研究的学者指出 ，VTuber 重视的是陪伴甲情感。就那像台湾上用一首加油歌，以提供全国对台湾民族的想象甲情感。学者认为，像迪卡安尼透过 VTuber 的经营，在生活中用陪伴的方式，说台湾文化甲台语是真重要的。有这种感受，其实就算是不熟悉台语的人，他在这一次的这些歌曲跟这一次表达中，也能够感受到满满的情感，找到一群他在台语跟传统、跟这种原乡、跟这种就是怀旧气味里面的元素，他会有呼应、有感应的一群人。迪卡表示，家己的台语是在近2年来透过台语新闻、台语歌慢慢学回来的，愈学愈感受到台语文化的深度，嘛毋忘家己透过实践甲推广，通陪伴愈侪人建立台湾的文化自信。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过来做。好，我们丫头没熟，对我知道大家回不去了，就连我自己都回不去了，所以想说我们看个台语新闻，转换一下心情啊哈。就这个精华，我们原句奉还，好不好？可是我觉得原句奉还过去，其实六探跟鸟屎应该也是不痛不痒，中招的都是我们这样子。来，而且台语新闻真的是哇，一瞬间来得快，然后上架的也快，对，它上架其实速度非常快。違います。間違ってる。ごめんなさい。ちょっとね、BGM、カラオケじゃなくて、BGM はどこ？我要放的是 BGM 是卡拉 OK 啦。好，应该是回来了。这个新闻片段其实基本上就是来得快，然后上架的也非常的快，对，超级有效率。我记得这个是金米奖结束的第2天还第3天，然后我就那天晚上我就收到了记者的来信，对，然后那时候我看到公视嘛，那公视2个字我就理当会想说啊，会不会是文文就是凯文那边引荐的之类的，所以就是我就快点回复他说，因为他们有想说啊，有看到金米奖的颁奖片段。然后他们很开心说，就是有一个 VTuber 愿意用全程台语致辞，他们很开心，希望可以有机会采访之类的。然后我看的也很开心嘛，我就说谢谢你们让我有这个机会上新闻这样。然后我就当下就快点私讯凯文说，我问凯文这个是你帮我引荐的吗？谢谢你。然后凯文就哈是什么？我就好没事了。我以为是凯文引荐，就不是，就是台语台的记者他们自己就是过来找猪猪。然后单纯可能是因为我，可能在致辞的时候全程台语，他们看的真的很开心，所以才想要深度采访一下。对，但是我因为金米奖结束之后就疲劳爆发嘛，然后完全喉咙是发不太出声音的状况嘛。但是我那一天其实因为他们说就是可能他们其他时间可能也排不出来了，看能不能就是给他们30分钟的时间就好。所以我隔天其实也是基本上 schedule 的那个满，就是我的排程也是满。但是我想说，好，如果只有30分钟的时间的话，好 ，OK， 我们可以就是就我们来深聊一下。所以那30分钟全程他是用台语访谈我，然后我台语回去，
可是我到后面已经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了，因为我那时候喉咙其实声音出不太来，然后就只能慢慢的讲，慢慢的讲。所以那天你们可能会，总之就是刚刚的剪辑片段，你们可能会发现说我在讲话的那个状况是非常缓慢的，对，因为我想把一字一句慢慢讲出来，对，因为那天的喉咙状况其实就发不太出声音，但是还是希望可以完成这次的访谈。然后我有跟这个记者讲说，对不起，我今天喉咙状况不是那么好，所以我可能慢慢讲。所以就这2天看新闻画面会发现，哇靠，真的讲得很慢，有够慢。讲的真的是很慢，但是感觉有把我想传达的东西都有传达过去啦，对，所以再次感谢那公视台语台，对不起，差点讲到别市去。再次感谢公视台语台的采访，而且当天采访完之后晚上就上架了，超级快的，对，真的是很开心啦。这次透过金币奖，就是有很多曝光的机会，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就是认识猪猪这个最台的频道这样子。对，慢没有关系，先好好表达清楚。我那天真的是用尽吃奶的力气好好讲话，真的是好好讲话这样子。对，真的就是那天慢慢讲话，好好讲话，只能这样子。但还好就是有把想传达的好好的传达出去，这样就好了。推广成功吗？谢谢。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样算成功，但是我一直在这条路上就是还蛮执着于就是推广这些东西的啦。对，因为总是越在地越国际嘛。对，我一直就是熟记的这6个字。对啊，总是希望哪一天如果真的要上国际，我们可以拿出我们台湾人的自信，向外国人好好的介绍我们的嘎基德啊，我们的主角跟我们的 NC 啊，真的是超赞的这样。库里卡暗黑之神伊拉塞，而且他们有做好，对，重点是他们功课做得很满，我有吓一跳。对，他们就连可能金米奖的评审团队的访谈也有放进去，然后还特别去访谈了就是一些台湾的学者。这个让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很有诚意，真的是很用心在做新闻，真的多一个人看到就算成功。对，没有错，真的。5000老师好，30亿先生好，我知道你们刚刚那个丫头的情绪回不去，所以想说放个新闻片段让大家就是把那个丫头盖过去再也回不去的丫头，这个捡回去才知道原句奉还，好不好？原句奉还，但是内伤的一定都是我们，对，内伤的绝对就是我们自己人啊来，紫小歌，咱来唱一个台语歌曲。来，我设定一下，等我一下。这首歌嘛就歹唱诶。来了，阿潘老师的查甫人一首歌。好，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可能也是要反复唱好多次，才有办法去抓到说这个东西应该要怎么去进步哈。反正唱就对了，有些歌不知道怎么琢磨，唱就对了。内伤的5000老师没事，你看我都唱过去了，你看我都道貌岸然的唱过去了，是不是？没事，好不好？对，就当刚刚被盗账号，你各位都被盗账号，什么都没有，好不好？嘿，自损，对，自损1000敌人补血，我也这么觉得。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片段过去，我们这个精华过去，其实我觉得才知道根本不会怎么样。对，我觉得是我们自己自损，真的不止1000还10000。来，下一首歌来自阿潘老师的一首非常棒的作品，今年发行的台语专辑，推荐给大家。他的主打歌曲《查甫人一首歌》风轻轻吹过，流真济，风若是吹过，时间剩无多，无我问你何时成家，何时过年有孙陪，虽然有藏在心内，嘛悄悄放予过。风轻轻吹过，流真济，风悠远吹过，时间剩无多，无想过我真正的身价，贷款抵甲我困袂落，有时想袂哭，
朋友嘛歹相做。查甫人一首歌就那配，关系可吞偌多，就算命命嘛爱别家，流目屎是无够加。查甫人一首歌轻轻啊碎，我是有胸腔的迄个。山顶无行，看着是世，向这未来的路途顶陪伴一切。这首歌的咬字啊，有2个地方，我等下跟你们讨论一下，很在意这2个地方，那一直忘记问你们。风轻轻吹过，流真济，风悠远吹过。时间剩无多，无想过咱情影的成家，贷款地甲咱困袂落，有时想要靠，朋友嘛歹相做。查甫人一首歌就那配，关系可吞偌多，就算命命嘛爱别家。流目屎是无够加，查甫人一首歌轻轻啊碎，我是有胸腔的迄个。山顶无行，看着是世，向这未来的路途顶陪伴一切。不管未来偌大风涌，我像山伫这乎你看。我坐起起落落，你勇敢放予飞，莫想遐济。查甫人一首歌就那配，关系可吞偌多，就算命命嘛爱别家，流目屎是无够加。查甫人一首歌轻轻啊碎，我是有胸腔的迄个。山顶无行，看着是世，向这未来的路途顶陪定一切。下加名吗？是加名，加名，这是加名的气味。啊，对不起，想到怪怪的东西。好，好，然后接下来南昌昌大叔啦，我刚刚想说南昌大叔哦，昌大叔，我问你们哦，这首歌有2个地方，我想跟你们讨论一下歌词的部分，因为我之前呢。我之前在必顺这首歌的时阵，就是之前在今年度爆红的这首必顺这首歌，然后里面也有那个就嘴很多很多的这个多的这个念法。我记得那时候曾伟忠很像他是唱就嘴呀嘴，可是在这里阿潘老师的发音很像是就贼，所以我到底要发就贼还是就嘴，还是说都可以？这2个基本上这2句可能只是地区性不一样，但是基本上都是可以的吗？如果都可以的话，那我就安心的继续唱了。就贼就嘴。那新秀儿，我想请问一下，到底是就嘴还是就贼，还是都可以？拢会使哦。刚问刚杀了啦。好，谢谢新秀儿，我们台语小能手。因为这2个基本上我们家也都会讲，只是我最近就是在雕一些细部，然后我听曾伟忠老师他的嘴，他都会发音发成嘴。但是阿潘老师信伟老师他就会发贼就贼这样子。你们家是后者吗？就贼。好，答案是蓝松神教，谢谢，不同腔调，果然就是那 N 强跟 N 层赶快嘛，应该是口音问题吗？好，2种交流之后都可以吗？对，阿潘老师他是唱贼，但老金贼，但是如果今天是曾伟忠的话，他会唱但老金嘴。对，所以我在想说到底哪一个？所以南部口音是贼还是嘴啊？好 ，OK， 这2个都可以。潘是这样人有啦，原来是同乡啊，同乡呢，我们家也是。好 ，OK，
我爸爸那边很像都是念就追。好 ，OK， 谢谢各位台语小能手。那我下一个部分，我再跟你们问一下，晚辈嘛，晚辈我们都会听，是大人在讲细碎安怎，到底是细碎还是细碎？这个鸡排就细呢 ，CP 值不高，这个鸡排很小就细，还是这个鸡排就碎？因为有时候我会听人家说细碎，有时候我又会听成说细碎，到底是哪一个呢？好，口音好 ，OK， 谢谢新秀儿。有污的话，宜兰腔也有这种感觉啊！原来是这样子，谢谢武谦老师，谢谢。木耳如我听起来不是一样吗？没有关系，我们在学习台语的路途上，好，不一定一切，所以是细碎，不是细碎哦，细碎。我看一下哦。错定无行，看到是细，看到是细细，应该是细细，细是 C 这个音嘛？还是细碎？还是拢会音字？然后两者也是都可以就对了。也是都可以，好，因为阿潘老师这里也是唱细细但是我常常在听长辈在讲恁细碎安怎，我想说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好，应该也是腔调问题。嘛是拢会使好哦，好，那我就可以自由的唱了，好，没有问题。谢谢各位台语小能手，谢谢你们，谢谢 ，OK， 好，我们各位台语小能手，那我们下一首歌，对，既然都已经研究到这部分了，那来比孙子嘞，腔调不同吗？原唱怎么唱？对呀，波西米亚老师，谢谢你今天过来，因为我记得开始有在唱台语歌的时候，然后就是开始就是观众们都会很细心的帮猪猪雕一些发音的部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有讨论说我在练那个二姐的心雄手来时阵，就那首歌叫心狠手辣，我一开始也以为是心怀手辣，对，然后观众们也一致认为是心怀手辣，然后当我去听原唱，结果他原唱是唱心雄手辣，这个就是台语很有趣的地方。唱歌时候照着原唱嘛，对，没错，好哦，果然照着原唱就没事了。海口 Q 嘛是就特别，我们爸就是海口 Q， 也在讲啥我听不。我爸爸他就是海口 Q 啊，台语之好的。那来必顺一个，好，我们来必顺一个哈。这个必顺要升5个 key， 不然我没有办法唱。不好意思，这个版本它的卡拉可能音质不是那么好，但是我已经找不到其他版本的。我感觉我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对，玲玲学长被炸出来了！我现在在瓦南的玲玲学长，你嘛是海口 Q， 对，玲玲学长是海口 Q， 不对，对。然后因为玲玲学长，我觉得高几率是跟我妈同乡，对，所以基本上就海口 Q。台语跟客语的腔调又是雅晨没错。等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版本了，应该会有啦。等我一下有这个版本应该比较好了。我们来唱看看这个版本哦。讲一句歹势，讲话无算话，伫这个轮回，今生剩啥货？要看日出，鸟仔咧啼，是自然的运行作势，像人心若痛，人讲上多。咱上做解释，予人心顶地。等一下，我觉得这个版本很像不只要5 key， 我给他，等我一下，这实在是太低了，等我一下。
很像这样才对耶。不好意思，你们再陪我找寻一下这个版本，我可以唱的 key 到底在哪里？一山来了雨拉下，这实在太低了，比你们还低。讲一句歹势，讲话无算话。这个很像可以耶。伫这个轮回，今生剩啥货？你看日出的鸟仔咧啼，是自然的温馨作势，像人心若痛，人讲上多。免想做解释，予人心沉地。随我在经过，谁拢袂放过。有一种缘分，予人做伙，也着有缘分今生今世。可惜咱两人为千万年也袂当相陪。天地之看，予人美相做，富贵轮替，替无咱两个。我甘愿孤单流连，亲像孤鸟等时咧飞，满世界找你的人咧跟，敢讲注定我甲你无缘，将我灵魂对甲必顺，我也无后悔。免想做解释，予人心沉地。随我在经过，谁拢袂放过。有一种缘分，予人做伙，也着有缘分今生今世。可惜咱两人为千万年也袂当相陪。天地之看，予人美相做，富贵轮替，替无咱两个。我甘愿孤单流连，亲像孤鸟等时咧飞，满世界找你的人咧跟，敢讲注定我甲你无缘，将我灵魂对甲必顺，我也无后悔。天地只看，予人美相做，富贵轮替，替无咱两个。我甘愿孤单流连，亲像孤鸟等时咧飞，满世界找你的人咧跟，敢讲注定我甲你无缘。将我灵魂对甲必顺，我也无后悔。将我灵魂对甲必顺，我也无后悔。必顺哦！我记得我之前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就真的是一直必损就是很像那天的网速不够快，然后就一直卡顿，超级必损，唱到生气啊！不要唱，卖球，规矩卖球啊！就一直必损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一次歌会，不知道在必损什么。好，感谢这首好歌哦！这首好歌基本上在今年度爆红。好像曾伟忠发了这首歌啦，然后有一位好像来台湾的日本学生吗？好像是，如果不是的话可以纠正一下，没关系。反正就是有翻唱，然后放上网路，然后就叭爆红这样。
哦，那一次你回国那一天是不是你记得还真清楚啊？维尔伊拉塞，欢迎大家群聚在本频道。8月先生也来了，阿里嘎多，谢谢你们。然后公孙呱呱，然后168，哦，一山蓝缕刚刚看到你们哈，枫糖，谢谢你们，台语小能手们，还有波西米亚老师，谢谢你们。好，今天来轻松唱唱歌，好，轻松唱唱歌，谢谢你们的群聚。然后现在时间来到3点22分，好，快唱歌，不要再聊天了。来，猪猪的歌会基本上，如果常常过来跟猪猪台的话啦，会知道说我常常很喜欢记录一些台语歌曲，对，目的只是想分享台语歌曲，对。那至于可能台语教学，我觉得还尬不上边啦，因为线上有比我还要，你看就连聊天室比我还厉害的台文者都在那边了，我教什么教？对，所以基本上我的初衷一直都是我只是想唱一些台语歌给你们听，而且这些歌是我爸爸妈妈很喜欢的，对，初衷是这样子。然后渐渐的，就是大家可能在猪猪在唱歌的同时，可能有一些音要矫正的，或者是可能可以讨论的，我觉得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很棒的进步因为像我其实台语歌只是会模仿他的腔调，对，但是有一些腔或者有一些细节，我真的不晓得我唱错，对，这个时候就被纠正过来，完全就变成我自己的东西了，真是太棒了。怎么在3点22分？有人做了很多工作，应该4点半了嘛？不行，不可以4点半，不可以啊！牛妈，把那个1小时还给我，我今天聊了1小时。如果现在4点半的话，我就要丢下你们了，好吗？跟其他 B 鹏鹏吗？你说台语吗？请教其他 B 鹏鹏的话，有，我这边是有乌星啦，他非常的厉害，对。但是我觉得，与其请教 B 鹏鹏的话，就是线上有很厉害的游姐啦，对，直接去问他就好了。然后时间旅人。好，我最近很爱唱这首歌，我们再来跋杯一个吼。感谢咱土地公伯互我赐个圣杯，讲我会得奖哦。感谢甲阮倒老，嘛是感谢咱关圣帝君讲我会得奖哦，互我一个圣杯是安怎只有一个尔？因为伊叫我莫个问啊，就是得奖莫个问啊。好，谢谢关圣帝君，对，谢谢土地公爷爷。土地公爷爷让我再三确认了7次，他说我会得奖。我当下在土地公庙哭得跟白痴一样。然后呢，小女子不信邪，在颁奖典礼之前又跑了关圣帝君，也就是高雄武庙地灵人杰的非常厉害的一间庙寺。然后因为关圣帝君为人严谨，非常的严格，对，他就跟我讲说，你就是会得奖，给我一个圣杯，我非常的开心。当我想确认第2次的时候，哇，没杯，对。然后第3次，我跟圣君问说：“不好意思，二爷，请问您是跟我讲说，就是有就是有，不要再问了吗？”嘿，播下去又是个醒杯，被念了，不要再问了，卖个梦啊，等下得奖哦。我觉得神明真的也是有各式各样的个性啊，然后有严谨的、严肃的，然后有慈悲的，或者是很温柔的，对。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都非常照顾我们，就是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是真的很照顾我们的。好不好？去感受一下，我们台湾的寺庙是很棒的。你怎么自己多个请字，所以才值得吃个圣杯？要唱9次？有啊，枫糖我知道，有一些神明的个性就跟我们一样啦，各式各样的个性。对，但是当他们想照顾你的时候，真的你会有那种真的被照顾到的感觉。像我就是这一次真的完完全全感觉自己有被照顾到，所以像我可能结束之后就快点先去土地公爷爷那边，因为我的好姐妹刚好带了花生糖回来，那土地公爷爷喜欢吃，对，我今天老师有交代土地公爷爷喜欢吃花生糖，我就快点拿过去，然后果然就是还愿当下也稍微就是捐了一些奖金出去嘛，然后我就把不会问说土地公伯啊，就是有没有开心啊，然后也谢谢你的保佑，然后我就如期过来还愿，然后还有带上花生糖跟一些奖金，然后反正就有询问他。然后获得了圣杯，那他很开心，这样谢谢妙公说你们家的二妈很凶是不是？我发现在这条路上遇到很多那种带天命的人啊，对，也谢谢你们，就是在猪猪需要的时候有就是指引猪猪很多布拉，就是那些布拉，还有告诉
告诉猪猪说，我们二爷还愿的时候要准备什么？我准备好了，有七喜跟苏打饼干，还有超阿贵，我都准备好了。对，可以去二爷庙还愿了哦。宝贝，献给大家，很棒的一首歌。希望一切拢会当顺心。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歌词贯穿了我想献给大家的一句话啦，希望一切都可以拢会当顺心啊，顺利顺遂。最后有一个宝贝送给大家。当我清风一直吹，等一下，怎么有二姐的？不是，我要伴奏，我没有二姐的声音，不是，我不想被版权。等一下，我之前的那个伴奏是没有了吗？真的呢，等我一下，那个伴奏不见了。我看一下这一版本能不能用。我得用这个版本的好啊，去看买呀。我们今天用不一样的版本好不好？对，用这个版本的好啊。当我清风一直吹，心事要讲话详细，有时闷闷想几暝，等无月光日来坐。这样讲啊！你看嘛，马上看错行了。情爱啥人会输陪？无讲出来一句话，只有半杯问天地。问世间冷暖怎轮回？树叶前途应该行起来。希望一切就会当顺心，大大小小平安快乐过。问缘分到底欠偌多？为何情义真心无地做？虽然照关是孤单一个。并无放弃，有情人来陪。小二老师，你来赛！我们小二老师出现了，在我们非常古风的歌曲之下，迎来了小二老师啊！我们这是卡甲的二胡老师，小二老师，啪叽啪叽，你来赛，老师，欢迎欢迎。将情头鬃将飞，情爱啥人会滋味？无讲出的一句话，只有半杯问天地。问世间冷暖怎轮回？有也前途应该行起来，希望一切就会当顺心，大大小小平安快乐过。问缘分到底欠偌多？
为何情义真心无地做？虽然就算是孤单一个，并无放弃，有情人来陪。点点无声头咧咧，看着混乱的土地，情深最后半一杯，望天替咱保庇一个家，情深最后半一杯。望天替咱保庇一个家。你在天顶有听到我就想你的无？不是，怎么突然出现李李人的声音啊？蛋呢，太快了，吓我一跳。因为这部 MV 是女主角是谁我不知道，但是演男性的演员是李李人。对，因为我一直很欣赏李李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他在各个方面的事业都很敬业，很厉害。对，居然还有旁白。我觉得这一版本的其实还不错就是那个それは何なんでしょう？満喫那个什么中国乐器満喫，就是我可以享受到很多很多的中国风的乐器。对，就是因为这样迎来了小二老师嘛。大家安老师假爸呗，谢谢老师今天过来听歌哦。而且我今天有特别把那个麦克风稍微拉到我脸的前面一点，所以有时候会影响到面部。你等着讲喝哦，跟你讲，尿急的时候背景好像有水声。阿恰忍不住了吗？你潜水很久了，老师要偷偷来。好，谢谢老师，谢谢。好，我们时间来到3点34分，要唱出才忍不住。老师，你是唱错才被炸出来的吗？不对啊，唱错好啊，唱错是应该被炸出来，唱错应该被炸出来，然后说一声我精明干练嘛，对不对？你们都很坏，唱错才炸出来，超坏啊！轩轩以大赛，谢谢轩轩，谢谢你过来，我早早把小欧老师炸出来。可是我今天开台之前这么捧小欧老师，怎么没有被炸出来？你看为什么连 Double 老师都还在这里？Double 老师，你不是今天很忙吗？你小心我等下送你们做钢弹哦，全部送去做钢弹哦，全部哦，知不？全部都去做钢弹。Praise me， 哥来几拜哦，来，你们就最喜欢做钢弹啊，对不对？Praise me, I want to tell you, praise it's me, I want to hear your voice。我听到你的声，我喜欢听到你的声，咱这边坐钢弹哦，来哦，来拢来坐钢弹一下吼。時のことがまた響く間、博多の言葉胸に閉じ込めた記憶の色が滲み始める、破れた世界の隅で何も求めずにただ抱き寄せる、今の僕にはそれしかできない、震え立つよがりでもライトに見える、はぐれた子供のように最後の声さえも
風がさまようせいで消された月に手を向けたまま君は空の星に消えたそばにいてと抱きしめてももう二度と聞こえない君の歌声は降り注いだ雨のサイレン僕の代わりに今この空が泣き続ける送演吗？いらっしゃい！哇，还带了朋友来，你们是很想自爆是吗？これまで踏みつけてきた教えを今かき集めこの胸にやってても救い求め歌うようなお勇気に見える物語る大人のように言葉に寄り添うだけのからの愛と導きはいらない飾られた祈りでは明日の手がかりに触れないいつか君に届くはずの名もなき幼い詩が描くわがままを忘れたいよ一度だけ眠れる悲しみがこの歌を抱きしめてる投げ捨てられる正しさなら言えることない間違いの方がいい臆病に隠してた声を今この手でもう一度さらせばいい掴むきとも咲く光も乾いた心のせいでモノクロに見えた忘れないよ今日の景色をありふれた願いが足元を照らしてくれる你们是很想自爆是吗？很想自爆是不是？很想自爆。我发现你们都喜欢恐怖情人呢。哎呀 ，OK， 行くわよ。Just like me, communication。雨に打たれながら色褪せない熱い思い体中で伝えたいよ tonight。你们都喜欢会自爆那个。濡れたその肩を温めるように抱いた
震えてる指先が何を求めさまようの時ででも伝えてほしいだよ。冷めたふりすることで大人になんてなれない。あなたの眼差し守りたい。悲しみ強さに変える愛を信じて Just like me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も何も恐れないで感じ合える確かな今誰にも奪えないからが Just like me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も雨に打たれながら色あせない熱い想い体中で伝えたいよ Tonight 遠い夜明けまで寄り添って過ごしたいよ。何もかもなくしても優しさだけなくさずに言葉よりキスで互いのことを感じて情熱を引き寄せる一瞬だけど永遠切なく激しく見つめたい。あなたぐらいにあなただけが愛しい Just like me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も何も譲らないで分かり合える人がいれば戦うことできるからが Just like me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も愛を離さないで溢れ出した熱い素顔持つ誰時のあなた的 Tonight 老师你那个机甲班的甲你完全戳到我了。我早上不要看聊天室还机甲班我跟你讲在场最假的就只有我，不准人跟我抢机甲班，我爱死了简直爱死好吗啊完蛋了 Just like me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も何も恐れないで感じ合える確かな今誰にも奪えないからが Just like me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も雨に打たれながら色あせない熱い想い体中で伝えたいよ Tonight 这真的是太过分了啊！我要喝个水，机甲班是吗？以前看觉得很酷嘛，我以前看觉得希洛维超帅的、啊，但长大发现，哇靠，恐怖情人呢、哇靠，我喜欢上了一个恐怖情人呐、啊！好啦，机甲班其实，要假真的是还蛮假的，因为啊，其实啊，那些机甲番哈，其实都是那个屯哥啦，因为他就是一个机器人仔仔，所以我其实很多番我没有追，但是我都会被他强迫唱那些歌曲，很多很多都是，这首歌也是其中一个。我就是可能内容不是那么了解，但是我就是被他唱，被他说我的妹这个适合你唱欸，对，好来，多适合，我不知道。わからないね。わからないね。これが残酷な天使のように少年よ神話になれ
出来伴舞，那后面帮我伴舞一下，谢谢。我想要高潮洋子。青い風が今胸のドアを叩いても私だけをただ見つめて微笑んでるあなた。そっと触れるもの求めることに夢中で運命さえまだ知らない痛いけな瞳だけどいつか気づくでしょう。その背中には遥か未来目指すための羽があること。残酷な天使の手で窓辺からやがて飛び立つほとばしる熱いと捨て思い出を裏切るならこの空を抱いて輝く少年よ神話になれ。谢谢你们，感谢大家。我的老派唱腔就是这么模仿来的。我小时候被我哥迫害，就是要唱这些机甲番的主题曲。我的老派唱腔怎么来的？就是这么而来的。谢谢。对呀、综艺节目那个超好笑，你们一定要去看那个高潮洋子的那个，就是假装不会唱歌，然后之后道貌岸然的开始跳舞，然后就超级好笑，超级好笑。欢迎大家一定要补档，那个真的太经典了。ずっと眠ってる私の愛のゆりかごあなただけが夢のしさに呼ばれる朝が来る細い首筋を月明かりが映してる世界中の時を止めて閉じ込めたいけどもしも二人会えたことに意味があるなら私はそう自由を知るためのパイプル残酷な天使の手で悲しみがそして始まる抱きしめた命の形その夢に目覚めた時誰よりも光を放つ少年よ神話になれ人は愛を紡ぎながら歴史を作る女神なんてなれないまま私は生きる残酷な天使の手で窓辺からやがて飛び立つほとばしる熱いパトスで思い出を裏切るならこの空を抱いて輝く少年よ神話になれ。对，舞台冲出来真的很好笑，那真的超级好笑的。还有一次，哦对，有一次被人认出来，那也很好笑。我真的欢迎大家去补档，那个企划真的是超级好笑。少年奔跑真的很好笑。然后感动流泪吗？台北先生哦，谢谢这位台北先生。我身为大高雄工业国的猪猪，仅代表大高雄工业国为您致上诚挚的谢意，谢谢。该不知道，谢谢我们的怪物先生跟台北先生被炸出来了，谢谢。昨天刚看过高潮的，居然武君老师真的超好笑，对不对？熊大熊赢了赛，对，熊大熊好，因为最近就是接触了很多熊大或者是大熊之类的 staff， 不晓得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位熊大或者是大熊。总之，谢谢缘分让你们出现在这里。老师微笑的炸弹我还在学，因为我今年度想再开第二次的那个怀旧动漫歌，然后微笑炸弹会唱片段，就是你们可能所谓的在追番的那时候主题曲的那里而已，但是我整部就是可能整段可能还是需要再练一下。echo 吗？我没有开 echo 吗？学姐，我没有开 echo 吗？等一下哦，还是因为太微小了。
微微，这个是没有 echo， 这个是有 echo， 有吗？这样就感觉得出来了哈。好，有 echo， 我感觉得出来了。有吼，对，哦，没很大而已啦，小小的啦。我们今天不是歌厅秀，也不是工地秀，小小的就好了。而且我跟你们说，等我喝口水。小时候啊，哥哥他就是一个钢弹仔，然后他就是推了我很多那个钢弹歌，就叫我去学。然后那些歌真的都很好听，但唱腔呢，就是如同朱蒂卡般的老派。可是我就是很喜欢听那些唱腔，然后我就会学那些抖音啊、转音之类的。然后只有其中2部不用逼迫我，完完全全就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我学。好，第一部就是那个就会觉得小时候觉得希洛维很帅，就觉得这个主题曲我要学，对，然后长大才知道他是恐怖情人 ，Oh my god！ 好，这个是第一部。ありがとう。迪可安安，好久不见！这个是补，恭喜你得奖2个金币啊！谢谢燕琪，太客气了啦，谢谢。这个时间真的很谢谢大家，我开台时间真的是很鬼畜，对，然后也谢谢大家愿意动动手指过来猪的频道之外，还愿意动动手指抖内哦，谢谢你们，谢谢。上次海水黑人演歌，我跟你们说，对，就是因为我很爱模仿这些老派唱腔，模仿到我自己很像已经改不掉了。真的觉得我在讲，我跟你讲，刘志满的啊，このトロ私の旦那さん，我跟你讲，虎王我老公，你们不要抢，我跟你们说，我跟你讲，回旧动漫歌回好不好？我们今年都会再开 Part 2。我那个魔神英雄传那个虎王不准跟我抢他我老公，知道没有？好不好？虽然我觉得那个魔斗王的拉比真的跟他很像，对，但是我绝对是虎王的正宫，不是小度，即使是小度也不能抢，知道吗？你不是说小度跟虎王真的超香的吗？我小时候觉得他们超香，可是当我找不到同温层的那个时候，我其他的朋友都觉得我很奇怪。猪猪你怎么了？猪猪你为什么会想那些奇怪的东西？我就说会奇怪吗？他们真的很合，他们真的很配啊。然后他们就不能接受小度跟虎王在一起，我超难过的，你知道吗？直到我长大了，找到同温层，才知道原来我是个正腐女。我从小就腐，只是我找不到同温层。这个真是对，在跟你们聊到这个，我就开始激动了。对，你很奇怪，什么东西啊？骚熊，你给我下去！开玩笑，本频道宗旨是什么？相辅相成，难上加难，是不是？难之语，还难言之隐，什么难都有，是不是？你各位老公都是我骄傲，在那边送你都送你。大姐，谢谢加入29个月的猪仔专员。然后哪次不精明干练，把你上面草字头剪掉，精明干练，谢谢。我们是经典唱将，哪里老了？什么好快？他们明明就很合，好不好？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虎王是我老公，谢谢。好啦，魔神英雄传也是，就是我提到的其中之二，就是可能男生会看，但是我就是可能就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小时候就是哥哥可能就是看龙神丸、龙心丸啊、刘金马的什么布拉布拉的，好帅好帅。可是我就是一直盯着虎王，我就觉得他好帅。好，这个就是我儿时就是会主动去看的第2个机甲番，真的好假啊，太喜欢了。对，然后接下来这一首歌基本上是不用强迫我去看，我一定会去看。为什么呢？ちょっと待って，我不知道它假不假，可是我觉得它超美的。库里个，好啦，炸出了很多激战迷，等我一下。この曲はね、聞いたらすぐわかるね。聞いたらすぐわかる。絶対わかるね。この曲なんですけれども。止まらない未来を目指して譲れない願いを抱きしめてやっぱりすぐわかるじゃんレアス
めちゃくちゃかっこいい。海の色が赤く染まってゆく無重力状態、このまま風にさらわれたい。いつも飛べないハードルを負けない気持ちでクリアしてきたけど、出しきれない実力は誰のせい？止まらない未来を目指して譲れない願いを抱きしめて色あせない心の実、一回逃がさそう。どれだけ泣けば朝に出会えるの。孤独な夜、初めて限界を感じた日。きっと恋を散るのは羽ばたきみたいな一瞬の情熱だけど、愛に続く坂道で強さを覚えたい。止まらない未来を夢見て口を閉ざし瞳を光らせていたけれど、もっと大きな優しさが見えた。对，田村直美，那也是猪猪小时候很爱模仿的那个老派唱腔之一，超赞！谢谢学姐。飛べないハードルを負けない気持ちでクリアしてきたけど、スタートラインに立つたびに怯えていた。止まらない未来を描いて腕を伸ばし心を抱いて、止まらない未来を目指して譲れない願いを抱きしめて色あせない心の実、一回逃がさそう。谢谢大家。我们今天那个怀旧歌，我先暂时不要唱太多，因为对接下来我有在安排那个怀旧动漫歌会 Part 2， 就是之前就是开了之后把大家回忆杀炸出来，但是陆续发现有几首歌可能我还不完整，就刚刚大宝老师讲的那首微笑的炸弹也是其中一个，就是后面第二段还有比较后面的部分我可能要再补强一下。对，因为我觉得那些回忆杀真是太珍贵了。对，我要好好的把它再补强几首歌进来，我们再来开一次怀旧动漫歌会，把老宅们炸出来。而且想到幽游白书真的超级好看，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作品啦？而且我其实幽游白书的歌基本上都好听啊，但是我很喜欢他们动画制作的后期的一些歌曲。后期有一位作词，好像他是作词也是作曲吧，我不太确定，但是我一直记得他也算是英年早逝。他叫做高桥宏，他做的那些歌曲好像基本上都是放在片尾曲居多，可是超级好听哦，听到就是都会内牛满面的那种。你最近动画是喜羊羊是吗？我们三小今年5岁这样子。好，所以就是高桥宏老师的那些作品我也想把它翻出来。讲人名可能不太了解，但是例如幽游白书后半的一些片尾曲，
我觉得最经典的就是那个很帅很帅的那个啊，我来的卡卡米诺那卡啊，映る君の姿泣いている泣いている，そうだよそうだよ，先輩あれだよ，真的就是那里，就是那个魔戒篇哦，那个真的是配上那个剧情，对，每次就是可能动画结束之后，我还是会静静的在那边把那首片尾曲把它听完，好好听，真的是内牛满面。然后还有最后很像他们要结束的那个部分，那个什么，なんとか太陽輝くそれはなんだっけあー思い出せない想不起来，それは何なんでしょう？あれが太阳还在发光，輝く的时候的那首歌是什么？幽游白书的最后一季的那个片尾曲是啥回？等一下哦，啊，太陽がまた輝く時哦，是这首歌是不是？哦，谢谢我们这个学姐，好，太棒了，学姐有你真好。我稍微哼唱一下旋律，大家应该搞不好有印象。それでも太陽を信じてる。我思い出した，有了，问有主人吗？有问你就对了吗？手紙が届いたら封を切らずにそっとしまっておいて時が経てば有想起来吗？你没想起来吗？好，你们不是有白书迷，走开。僕の今の気持ちきっとわかるはずさ最初で最後のお願い。好，你们没有共鸣吗？好，你们不是又有白书迷？好 ，OK， 我们就到此为止。哦，谢谢你们把我的那个回忆炸出来了。童年都是什么梦色蛋糕师，哇，居然是这么少女的东西，小魔女朵蕾咪珍珠啊，好七彩的微光，好不好？七彩的微光啊，谢谢缺德的三哥，这是高翔子的歌吗？魂のルフライン。魂のルフライン哦，新世纪福音战士剧场版主题曲嘛，好，有机会可以学一下，好不好？我们机甲番歌会的时候可以来唱一下。勤奋的富坚时期，勤勉啊，那他妈勤勉ですね，勤勉的富坚时期吗？好啦，但是我觉得富坚老师到现在，其实我觉得啦，他其实都可以躺着赚的这个时期了。他也是还蛮勤勉的啦，就是努力忍着腰痛，然后还是会分享推特说啊，他又腰痛了，好，他又要休息了。我觉得在这部分也是算是很勤勉可嘉的，好不好？是不是？我们这边腰被炸出来了，那首歌超级好听，而且因为是后半段已经要结束的部分，哦，很舍不得呢，不懂幽游白书派的圣斗，我跟你讲，圣斗士星矢，我现在可以跟你尬聊，我跟你讲3天3夜，是不是？哦。圣斗士星矢我也是被我哥推坑，我才知道说车田正美老师画出了这么一部这么经典的传奇作品，是不是？我是双子座，我骄傲。双子座被洗得白，我骄傲到不行，是不是？有啦，我跟你讲，那个怀旧动漫歌会，我们圣斗士星矢的歌一定炸你们，一定炸到你们不要，真的。都跟着在唱，谢谢，很难唱啊，这首是不是？好，反正我就是有很多大家的回忆，都想快点把它补强完整一点，然后我们再来开 Part 2这样子。这不是凄惨的微风是不是？对，凄惨的微风。福建老师就没有很勤了吗？好啦，但是我觉得反正都躺着赚了嘛，他还是很勤勉的，就是分享他腰痛的照片也 OK 啦，没关系啦。我画风可是要太的薄化，我知道。你好，黑羊羊伊拉塞，我真的觉得我内直子跟傅建一夫老师真的是传奇啦，超级传奇。幽游白书就已经了，追了幽游花的那种国小跟国中是不是？好啦 ，OK， 但至少幽游白书不用祖先烧，不用我们的后辈烧给我们这样来尬聊。好 ，OK， 双子，我知道你很骄傲，好不好？被洗的白。最喜欢的什么黑暗的巴洛克嘛？这边正美老师他出了很多作品，但是我最熟悉的还是圣斗士星矢，他真的太神了。天蝎腹黑吗？可是米罗很帅耶，我觉得天蝎基本上没什么话讲，就帅啊。可是你们不要是其中三个，我真的觉得车田正美老师一定很讨厌他3个星座。我觉得这位老师很过分，我觉得
我想了一下，其实我觉得最过分的，我想一下，原本我以为双鱼还蛮过分，但是我觉得最过分是迪斯马斯古，到底巨蟹跟双鱼，还有对啊，我觉得巨蟹跟双鱼算是最过分的吧，因为之后白羊也洗的白白白啊。之后修罗也洗的白白白了，所以我觉得织田正美老师应该是很讨厌巨蟹跟那个双鱼座吧。我真的觉得每次想到都觉得说这个差别待遇是怎么回事。我这边开始教过草稿了哦，好 OK， 那学姐果然是死忠粉丝。因为他原本是打算画到，没错，因为被什么后面偷懒到另一种结局是这样子吗？哦，你们都好熟悉哦，玲学长也被炸出来了。回忆到哦，灵异教室审美，对，Joker，谢谢你点我，因为灵异教室审美的那首歌我也在学，对，给我一点时间，因为太多回忆杀了。那首歌我也是只会唱片段而已，所以我现在努力把它全部把它学回来，好不好？哦，天空战机也很好看，对，回忆杀都来了，很棒。天平同虎很好吗？陋习不好吗？我们的老师不好吗？是不是？对，我的天蝎找他的洗白。大概是被巨蟹座抛弃，巨蟹也洗白了吗？哦，黄金魂也洗白了。那好，我们就只是那个阿波罗蒂还没洗白，是怎么回事？阿波罗蒂太美了，太美不能被洗白，是这样吗？宇宙天天赐我一样，我们这首歌帮我，我在讲，那等一下，我怎么觉得很想来把朱拉欧一下啊？把朱拉欧，真的是了。哦，金甲番哦，老师那个真的很假，我非常喜欢，我真的是满意到不行，《圣斗士星矢》。黄金魂主要是狮子，但那个巨蟹洗白那篇很赞，是不是？说到这个后期，我还没有时间去补。我有时间可能要再去补一下后期的《圣斗士星矢》的部分。好期待怀旧动漫番嘛！其实那些歌曲在我出配信以来，我的旧观众已经听到不想再听了。例如那个《圣斗士星矢》的歌，我有一阵子就是不太敢拿出来唱，是因为太常唱了。对，我就是一个被哥哥迫害的老宅，对，哥哥喜欢的那些怀旧动漫，其实就是看着长大，所以那些歌到长大现在去学，唱的也是很别扭，你知道吗？就是影山可以唱的这么好听，可是我觉得我身为一个女生，我就唱的很别扭啊，超级别扭。然后，好啊，其实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是怀旧动漫歌会，因为不管我唱的好不好啊，但是大家的回忆在那边，就是很有讨论性，这样。你不要拜托，对不起，那牛妈不要对我用计时器，我很胆小的，我不要，拜托，什么都好，不要对我用计时器，我真的不要，拜托，算我错了，对不起。黄金纹身，黄金都洗白了哦，原来都洗白了，所以我们阿波罗的也洗白了，是不是？谢谢骚秀，谢谢。哦，这位是国外的观众吗？他也是被我们的那个《圣斗士星矢》加出来的吗？哦，审美要重置了，期待一下。等待啊，冥王篇吗？哦 ，Hardest。哦，真的，我是觉得《圣斗士星矢》每一篇都真的是超级好看的。新观众没关系，没听过吗？好的，5000老师，您的回忆 OK 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等待期待一下我们 Part 2，好不好？3次的怀旧动漫歌会都可以补。对，然后前面2次就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因为我太忙，有些歌想要好好的把它补回来，但是就是一直卡在那边。你看，就光今年度我只开1次怀旧动漫歌会，所以我就是有这个遗憾一直在我心里面，就觉得说像很多歌嘛，就包含微笑的炸弹，还有审美的啊，然后还有很多什么黄金蛋啊，老师好好打字啊，是都是那个漫画哦，那个漫画家啊，Usaken Song 你还好吗？反正很多啦，然后反正回忆都在那边了，对，反正希望可以再加入更多的怀旧动漫歌曲进去，好不好？这个敲下去了吗？好，这个要敲了吗？那我敲咯，因为其实我也看不懂他在干嘛。我看一下，我应该这样敲他，对不对？好，这样敲他，我敲了吗？好，我敲了，对不对？好，乖乖的，好，不要再洗版了，虽然不知道他打什么。以3你就黄金蛋蛋那个JAN 是眼泪，真的！我跟你们说 ，JAN 他真的，我看你们有去看他们台湾的演唱会吗？其实我一直没有时间去看，但是我很喜欢他们这一团，因为我其实小时候除了很喜欢跟哥哥一起追一些那种宅番之外啊，因为 JAN 里面其中的一个成员奥景雅美，好喜欢，然后好喜欢，我觉得奥景姐姐真的是那个年代的动画的怎么讲代表之一。
那个年代就是唱动画歌的很多神，尹山就是其中一位。好，我们尹山哥就其中一位。然后我觉得女生的话，应该很喜欢听动漫歌的话，一定知道奥井雅美。我甚至在初配信之后，我有想要开那个奥井雅美的歌会，但是实在是第一没时间学，然后第二我发现我会唱她的歌单，好像顶多就是5-6首而已，还不够凑成一个歌会。等我，我有很多遗憾，我有很多想要未完成的，在这条路上，等我把它完成。对，没事，漫画姐姐不会有比咒哦，好啊，听说咒术跟那个我推的孩子很悲惨。就看到被编现场嘛，没事，就是因为猪猪也不知道他在干嘛，反正就先编掉了。钢之魂，对，奥井姐姐真的女神，她真的是很会唱，而且做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动漫歌曲。对啊，还有很多很多啦。然后因为我小时候听的歌路实在是太过混杂了，对，就是小时候是个动漫仔，但是呢，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听滨崎步的歌，然后又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听谁，你知道吗？森山直太郎的歌，对，你知道曲风相差甚远，你知道吗？然后啊，华语的话，华语的推基本上就是阿妹啦，基本上就是如果常跟台的朋友就知道我推阿妹，超爱她，对，然后反正就是从小到大听的东西都很混杂。然后冲绳民谣是因为去交换学生，然后碰到了冲绳的朋友，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あ、てかちゃん、この沖縄の民謡曲めちゃくちゃぴったりね、君の歌声啊，マジかよ。然后反正他就说，你看你的唱腔非常适合唱冲绳民谣。然后现在我想起来，其实他们在背上讲我老派吧，可恶。啊，いい声持ってるね，羨ましい。我说哦，你有很棒的声音，拥有很棒的声音，好羡慕这样。我现在想起来，他们现在在凑我，就是唱腔很老派吧。就是因为这样，在那边当地也学了很多首冲绳民谣回来。对，所以我从小到大听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混杂的。对，所以就是可能当下啦，我们在制作这首卡夹的时候，我一下子不晓得说我该从哪里切入，所以才找了很多那种曲风相差甚远的歌给 Double 老师。Double 老师才觉得说他这 B 哪怪怪，我听的歌路这么奇怪，相差甚远这样子。对，真的超会唱，对不对？讲到这里，你的不死不孕，好，老师别哭，怀念歌曲有包含第5元素吗？的那个吗？是那个第5元素吗？我有解读错误吗？然后那什么歌单里面嘛，动漫部的那种各式各样的歌手，对，不死不孕还蛮新的，那种第5元素吗？哦，对，越讲越不对劲，长官，你终于发现了，老派揍他们。可是好像真的是很适合，是啊，其实我知道他们是あの時は褒める言葉だったそれが分かってる。他们其实是想夸奖说我很适合唱冲绳民谣，我的声线，对，只是想起来，天哪，一个大学生过去交换学生，被说很适合唱冲绳民谣的声线，突然就觉得有点好笑，不知道为什么。同学是京都人啊，京都じゃなくてあれはね。やっぱり言えないね这个不能，それだけ言えない，这个不能讲，对，反正就是某个地方，对，虽然不是动漫歌啦，对，所以其实我小时候听的东西也不是说多老派，可是因为身边就是可能爸爸妈妈喜欢听那些非常拿卡西伴奏的歌曲，也算是有耳濡目染到，然后再加上我很喜欢学，就是小时候看的那些动漫番的那些老派唱腔，然后大黑魔记也是。对，我也很喜欢大黑魔记的唱腔，高桥洋子，然后田村直美。现在想起来，这些都是唱将级的，但是哪一个不老派？对，但是我爱不释手。然后奥井雅美，我觉得算是里面已经算是比较偏流行乐的，但是她的唱腔也很老派。对，仔细听起来，奥井雅美的唱腔其实也非常的老派，所以造就了就非常老派的唱腔。京都人很强，是不是？经典民谣嘛，搜了。对啊，岛歌也是非常的经典了。岛歌其实在我这个频道初配信以来也很常唱了，所以我就是尽量减少，因为怕说大家听腻，要不然它真的是很棒的一首歌，非常适合。好，大概是这样跟大家聊太多了，什么4点多了，我觉得我该休息了啊。好啦，总之谢谢大家今天来到了猪猪的频道，感谢你来到了猪猪的频道，我是台湾 VTuber 迪哈豚主机。我很喜欢唱歌。我唱歌虽然说很老派，但是喜欢唱一些老歌
给你们分享，然后推广台湾文化，然后文创，还有本土台语布拉布拉，好不好？然后今年度受到大家的帮忙，获得很多很多的肯定。感谢恁各位，感恩感谢多啦！明仔载吼，咱要食饭咯，咱卡家的团队，咱卡家的先生吼，咱要见面咯！哦，这样就欢喜耶！我们明天卡家团队就是我们本次的原创曲得奖的这些团队的神人们聚餐了吼！谢谢你们，特别就是空出这个时间，让我们好好的举杯庆祝一番，好不好？应该的，因为大家北部人居多，所以让小女子快点从我们大高雄工业国北上过去见见你们大家，真的很想见大家，谢谢你们，好不好？不要做，我努力不要做，好不好？嘿，那我爸本来都要定哈，我们要确定是你们好，我只要看到 Double 老师我就赢了，好 ，Double 老师拜托你一定要在那个时间内赶到，不然我一定会做错桌。小二老师，你不要盯他们在那边，我鸡鸣干练。好不好？对，我要看着 Double 老师。如果 Double 老师当场我找不到他，我就打死我不要进去餐厅。对，我一定会做错桌，好不好？你们投，等一下。不是小奥老师，你真的很腹黑。我觉得小奥老师真的是狮子座，我真的渐渐感受到他腹黑的地方。我一开始觉得小奥老师他是一个温润儒雅的一位乐师，他非常的礼貌嘛，温润儒雅。然后等到相处之后，我发现好像不是这么回事，他真的是狮子座，他真的很腹黑。我的天哪，我渐渐看透你们了，我们的卡甲团队。我跟你们说，即使我明天做错桌，我打死不要承认我是朱蒂卡，我就在那一桌，我就吃，反正你们有些人没见过我，我就打死不承认就好了，我就赢了，好不好？老师，拜托你早点到，不然我怕我认错人。好不好？好，就当做这个是老师的温柔了，好吗？好了，我们要找一下降落的地点了啦，快点！白嫖一下，等一下，我觉得大宝师他真的是艺术家因为艺术家的逻辑真的，对我们追不上，你知道吗？这个所谓的艺术家的逻辑就是这么一回事，艺术家的逻辑，好。好啦，很期待明天见到大家。然后，青云吗？谢谢你被炸出来。好，那我们来找一下降落的地点。我们今这个时间，我来降落伫咧咱的，然后诺诺今嘛在加班，然后来去咱诺诺妹妹遐，来拍一个招好诶，好，谢谢大家，我们设定好了，我们即将前往到诺诺的频道了。做错桌唱首歌没问题，希望如此。是菊脑老师，我们要过去诺诺那边了。好，感谢各位今天陪猪猪唱歌，然后很澎，对，今天的歌会真的蛮澎的。谢谢水灵宝贝，谢谢你们。然后明天可能猪猪放假后，我们去聚餐，然后再找时间可能会发一些聚餐照片，可能是大家的手熟或者是菜色之类的吧。然后没有意外的话，礼拜五是早安台，对，因为下午猪猪有事情，所以我们就早一点开，早一点结束。感謝各位、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のの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刻降落到咱诺诺家的频道啦，那么诺诺妹妹咧，这边在加班哦，来讲一个加油一个我们过去跟她讲一下加油。然后伊姆兰妈妈，那个迪斯马斯古咧戒断哦，我见哪里计时器冥界破啦，用得起都没问题啦感谢各位我们期待一下我们动漫怀旧歌回好不好？尬聊，很期待动漫怀旧歌回，跟大家尬聊各式各样的动漫，好不好？然后觉得没事，你们可以补档啊，说啥呢？你闺蜜线们，你们还有各位老公的老公可以找啊，说啥呢？是不是 ？OK， 好啦，辛苦了大家。咱礼拜五来个见面咯，拜拜咯，拜拜，不要太想我，拜拜。